哎呀，各位聽眾，我在歡迎到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頭一條第要緊嘅問題，過一禮拜，啷個一禮拜呢？攤買邊個福建誒 buffet 嘅單，啷會該去邊個福建 website 邊個福建.com/20位，去買啷個單。13塊，18塊一人，無老人嘅，無囡仔嘅，上價嘅了。然後去買3日慶祝，我跟你講，唔知幾時會做到邊個福建安尼大老咗。所以若是講啷有影來講，應該就要抽點聲來拄我人。第要緊就是這個2月，不是11月22號，迄個是第要緊啦嚇。對，人嘅20年 anniversary，唔知幾時個拄到安尼濟咧。邊個福建嘅家己做只係啊？往過是 Australia 冇人來，新加坡冇人來，美國冇人來，加拿大冇人來。咁即係到外國去其他嘅所在，啦，吉隆坡、新加坡咁冇來，所以咱特別來做老咗啫。問講嗬，無識啊，唔係咯，無朋友，攏聽咧一年啊，聽得攏識我人嘅，嘛，我覺得是只 friendly 嘅，所以攏免歹勢。Anyway，這禮拜咧。要介紹我嘅特別嘉賓，新椒頭一擺起來喎，頭一擺起來特別嘉賓咯，或者等你老椒先講先，或者老嘅先講後調歡迎。Hello， 阿達歡迎。Hello， 林娜子歡迎。Hello， 豆哥歡迎。Hello， 各位見歡迎的哥。Hello， 等陣看就先，來。想哦，過嚟啊，想過嚟啊，是唔是上面咯？好上面咯，嚇，想哦，唔加條，一家想，我同你講，一家想有一個我快熟開啦，伊是一個台灣真出名把你拍乒乓嘅。哦，拍乒乓面你吹一下，因為我扮看看，還是你吹一腳我看，我 search，OK， 我吹因嗰啲。台灣呢乒乓。乒乓真出名，一家少年，同一家少年呢。That look like Deco， Who look like that looks like Deco。誒，等陣要帶個我係特別嘉賓先，我係特別嘉賓，這個禮拜調白請起來，就是我嘅新椒頭一擺來，名做大聲講，大聲講做咩工？大聲講你做咩工？來，大家好，大家好，真感謝吼，John 吼，邀請我去呢個。podcast 啊，我是Jason Law 啦，大聲講啦，嗬，攏會使叫我生雞公啦，嗬，我嘅工作就是生雞公咯，生雞公啦，睇你我慢慢一條一條梅路，頭梅起成，路定頭是我阿妹，我甲校長阿妹去吹路嘅時，你捌聽過邊個福建 podcast 過無？捌聽過，唔捌去過。哦，特別你知啦，你知講有這物件啦，這 podcast。特別這人我唔知個，這人我唔知，我感覺到人落20年是愛講失敗，你唔是失敗咯，愛講成功嘅做緊20年，唔是成功咯。所以，我真歡喜你咁運愛起來教人講啦，有當時出名人嚇，就淡薄有當時點聲無咪，哎呀，這個。攞情居人寫 YouTube subscribe 問得嗌了咪咁聲呢？冇嘢啦，特別如果好啊，佢出嚟佢起來教我講話，所以如我是安怎係傳的？阿龍我唔係阿龍安怎隨調性，阿龍你安怎隨調這個生這大聲講，你安怎看到？你是唔是看到 recently social post？冇，我看到就係新聞，有人唔知訪問伊嘛，有一個 interview 就係新聞。我看到相，maybe 我看到相本。maybe 是咱看到上物件啦，係咯，人有可能真係人唔知啦，就是講你去我係 LinkedIn 嘅話咧嗬，我係 LinkedIn 裏邊咧嗬，我有一工嘅就記得有一個我寫就是 resident consultant and content producer of 邊個嘅 podcast 你知道？哇 I see， full time 嘅就你去我係 LinkedIn 快用嘅就 full time 就19年就一個月啫。哇 I see， 意思什麼也冇喺度等嘛，福建話是 slash 好屌，一本是說，咁啦，我哋靠 full time 靠 consultant 係咪唔知啦？福建話好屌，都我是 resident consultant and content producer，所以就是自己
我只是記佢吹你。有可能會使起來，咱節目甲人白白分享樣嘅物件啦。所以我就看到伊咧，我就 at 伊咯，我就甲伊講咯，講我做這個20年，你有興趣？because 我心裡想，有咧你嫌伊講伊甲這個 topic 有關係啦，啊咪甲邊頂有關係啦，伊無代表人哋講好嘅福建話嘅，特別當家講無相嘛，對唔對？當家講未曉講福建話就未曉，他無食，對，他無食。尤其是啲邊領哦，然後特別你你直接校長成contact 你還是我 contact 你成？其實是阿俊都 contact 我成。哦 ，OK， 特別個嫌疑個唔知，即係小人唔知係蝦米人。你 contact 我是我因為你和我 link 嘛，你在動機嘛，只係。link 是別使亂 click 嘅嘛？哦，你冇記錯，我是計講，我講你要知，我是要安怎，我是要 make sure 講，伊知講，人講嘅話題，因為人嘅 podcast 小個甲別人 podcast 個唔一樣，因為人講嘅 podcast 是小，我人是無插嘅，下面物件咁講嘅咋，你唔是特人愛講，就加起來人嘅節目嘅啊，所以我就話你看啫。你有在冇平平？我見講你第隻唔知面download 咪快啲手機電腦。對。然後因為我除了做生計講，我個 keep 即個 video 噶嘛 ，keep 即個做有做無啦，我諗一個大叫做北馬交怪團啊。哦。北馬交怪團，所以我問我嘅人，我問我同事，伊講。用邊啲福建是阿John哦，最哦你當時哦樣仔，所以你去查喂爹仔啦，你講你當時哦，用會使啊，用不要緊啊，你會使去啊，用會使，哦，你見每個放心咯，是，你下時美國都出名嘛，我 LOL 嘛，你下時後點覺得你話唔係事？after 一禮拜啊，後點講加聯絡啊。你看 video 是上啦，阿龍。應該是啦，應該是。阿龍冇來啊！即係看到正嘅了，的哥啊，你講你來啊，你講你爸母後你來哦，等於 anniversary。那是 call 車是。call 車啊？一咩呢？來一咩？來食 dinner 嚟哦。幾號啊？直播啊！咩？12號，11月12號。你們出嚟買單車咯？你那時就來。冇嘛，問題是唔得 A 邊啊，因為考車我成日是。你每年8年學生。OK。你每個你講我請你來，你會使家己出去嘅哦，還是你嗰度請 chaperone 就俾請一個大聲講看你來哦，生嘅。我12號我去自己我做3場哦，做。特別你較就是呢，你拜六是做一道人，拜六就是冇嘢。拜六禮拜。你較早係咩呢？錄音係咩？21號誒，有冇影哦？OK，入1號、入2號、即2日嗬，冇啊，是拜天公，拜天公嗰個冇影嘅，對，2日我做2組，哎呀，入3號 maybe 阿妹嗬冇電咯，我可能影啦。那是你影係講你我真唔講得啊嘛，你入3號往是冇，入3號往是實在禮拜呢，你往嗰邊咧學嘅你攞，有一隻就冇上國嘅人嚟嘛，你往到啲學校會所我人會想去傳嘅隻安呢，那是你影嚟差唔多多安啫。有可能會入3號下啦。阿龍有點啊？嗬，阿四個，阿龍可能拄到。應該是啊。係咪應該是？我成俾大聲，我都唔知講我是唔是方便對我成俾。希望你會啦，是俾大啦。特別的個你去每禮拜你嘛看，那是講我請你來，伊只樣在你參嘅，你唔是淨係喺你曉落嚟頭參嘅嘛對，樣在你參對。在下，你講啊，咪姑就會請你去，你家己去啊，是你特別請人教你誒，你特別有 babysitter。會啊，個 babysitter。都絕對 K8啦咩？係啦，你講我 K8教啊。但係你特別學你爸母就講話，你特別學你爸母就講，往這邊參嘅了，uncle auntie嘅了啊，我唔是神巴嚟就，往嗰時往是有出息嘅人嘅啫。有咧，應該當老官啊，
我有老官有 engineer 生劇講個有，我覺得是有才調嘅人喺度，嗰陣時專業嘅人係啊，Patrick 屌係噃，你下面 uncle auntie 嗰陣時好料嘅人係啊，呢條車鏡啊，唔單止條車鏡啊，的哥做嘅 game 乜嘢啊，會使本，哎呦，特別會，我驚嘅個大嘅意哦，是啊，我就冇驚個大嘅意，哦是啊。所你看上咯，你人若是講人愛，若是講你每個你爸母講以後你來，你會來講，你來台灣 ，OK，dinner 時我請你，所以我感覺就真係人會介紹小英咯。哦，你搞，你即我每你人阿妹即係錄音嘅事啦，特別讓教嘅 maybe 唔知，讓若是錄音嘅點聲，拜個往嚟接50人嘅啲房，所以若是講21號讓未來讓愛來講，讓 message 我先看我會直接哦，要 maximum capacity 我未使摸啊。個物件只，我個就特別嘉賓，我冇甲人講一人，我冇講阿龍，我冇甲講特別特別嘉賓。我知影。安怎你知？安怎你知？我你講嘅做食嘅吼，是點？唔是，我唔知。唔是，我就唔知影。嚇，即係唔知啦。我一個人，我家就係你家講說，我特別嘉賓未來呢是出名人物本嚟。嚇？冇，我唔知。嚇，出名唔是講出名就對啦，意思就係講出面個有做戲個有。去打麻將。打波。你邊啲學嘅嚟落去？你聽個冇乜，我頭會。一個有唱歌啦，個有做戲嚇。盲猜，讓佢俾多嚟看一句。特別冇，就請是無來，是錄音是來，所以我未斷，而且我 by now 是應該是冇啦。特別話叫我 stand by waiting list 我驚，臨時講 last minute 我未來，臨時講臨時講話是伊時候係未付來嚟講未去，แล้ว個攤價，我係 sponsor，個 sponsor 攤價。nasi lemak，OK， 哈哈，我名落嗰時就 nasi lemak，個把行嘅kiki kokok 嗰啲把面嘅就這個，所以 sponsor 個 food 就哦，然後你所在本是啲 sponsor 嘅人嘅即space， 哎喲，我梗係歡喜呢，我同你講啊，我本嚟咪做把行嘅啊，當今個做個真正大戲啊，我唔知北島個辣做啊，北島可能我直頭買做啊，40年是去流浪經去除話。OK， 嚟講到對啦，特別嘉賓，嚟特別生劇講安怎？我看你一電，但係你講係一電係咪啊？你做戲嘅你一電。白馬交歸團，白馬交歸團應該係使起來變咗學劇本啊，大你人明唔？又覺得係我學嘅話，白馬應該嘢嘛，所以阿婆招自己，能教人起來講啊，要做時你每個人有興趣喎。使你講話你做 video 啊，係咪物件？當翕咪翕啊，安怎樣寫咗寫你，maybe 就是寫你 score 啊，什麼物件？你實講可能 process，本是處理本頭阿龍嗬。我使每人看，每人看有興趣哦。because 你度你食啊，你個頭一擺起來，你就成個白我人，你看我 ，I think 我那時候我人嘅。馬針就差唔多上棚沙啦，人講成個榴蓮入面上棚沙，講嘅話款啊、小款咁樣是上嘅，所以歡迎你來起來這個節目咯，講你講啦。感謝。我感覺你往下正面嘅會梅，所以到頭講起，如果是到啲出事，你啲卡準講起咩？冇頭整，你卡特別卡吹講起咩？使卡開就俾講，卡就俾開講，好唔好？梅話。人嚟卡區，人走隔嚟少女，來啊！生劇更嚟啊！出咧嘢，成個話講，變零事故啊！誰啊？是啊，即係每世生事故，特別呢種是叫做唔是教演用嘅啦，講潮用，即係普通用嘅啦，講潮用嘅。成個變零可見用上面啊，嗱係 deadline，變零。本來學嘅有講有潮有啉有幫助，就是嗱係 deadline，我係到啲 poster 嘅時候會係嗬
大佬嚇，我有講有笑，有啉水都愛有幫助。嚇，對，講有笑，你有幫助。แล้วรู้定到嘅是只少人在講生劇講，較就是生劇五啦，我人哋叫做生劇五。對。特別你是隻大波嘅生劇講喎。我定到是有聽過，特別只少，แล้วก็唔知，如果你少年喎，看起來，其實我無少年了，是講你紙呢裏邊，你畫面嘅水，那是剛不你那是剛剛，那是剛剛，我查某囝要20幾歲啊，你講我少年咯。但係今年跟我差唔多我50了，你跟我8歲，你跟我冇啦，我70年。我少年句話噶啦，大家嚟試。我74年嘅，我74年，本身諗差唔多8歲咯。我冇74年嘅。是我跟你冇8歲。我就是76嘅。你驚就是你看到啲歌就是我驚就是可能。你講話你安怎會接到這道工咧？定到是就是接落來時很多人都是做這工咧，冇乜應該。唔是。OK，我真正少年，會使講真細漢啊，我就出來做工咧，冊讀無咧，我就出來做工咧。了，迄時是10個歲，哦，10個歲，10個歲呢。我人啲金邦就出來了，出來檳城這個州，做工。我古早時是做拍，我本身是Perak伫北邊嘅Gurau嘅人。我別個我檳城，伊啲border咧，我檳城嘅嚇，有我就出嚟15歲就出嚟做工咧，做拍金。古早人哋時間都是出嚟大沙卡檳城、北海做拍金嘅嘛，所以我是一個拍金師傅嚟。我做拍金做23年。哇，金家里Goldsmith 啊 ，Goldsmith 啊，佢哋是專門做金咩？做金咩？做。你是金器店會教人做啥啊？做手指係咩嚟？龍頭係咩數？我人生產factory 嘅。龍頭龍頭叫 factory 啊 ，factory。你龍做些咩？做金器？做金啊，我是做手環嘅。手環是個人嘅事啊？個人嚇，手環個人對。OK，了我做20幾年，了我你在講做工廠是真係 boring 嘅啫。了我就有參一邊一個手嘅朋友啦，一幫嘅朋友啦嚇，就自家做有做無咯，就是大媽嗰度講做即個翕有翕無，我人叫做八馬交怪團咯。所以你食久嘅啦，八對樣。對，10幾年了啦，15年了。所以迄陣時我人就興趣翕淡薄奇奇怪怪做有做無啊，等你做查某啦，做有做下少少嘅。了我伴兒人甲了是有我人甲了有家己嘅工課嘅。了伊人是翕即個教員嘅。即係教員嘅 video。我迄陣時是啊，迄陣時我做金嘅，啊尾時我跳出來我無做金了。了迄陣是因為我嘛都捌做過送給伊嘛，了伊人就講你安尼夾小，安尼愛講話，蝦米事？你莫去做即度咧？你嘅朋友翕你教演 video 嘅人啊？教演咧，伊講用打波無咪有看到嘛？伊講你使 try 即度啦。陣時我就一個朋友吼，就愛帶新婦。你就講Jason，你使做我囝嘅送嫁講我。我講唔係啦，我講小啊，我未曉啦。我講你愛來講，我使介紹我媽你啦，我媽捌做過送嫁，我講無我叫我媽甲你做你囝嘅送嫁伊哦。用唔，用我少年嘅我少年我大波嘅，我甲人無相嘅。我都小 market 當然小市場咯，當然。了我想誒。哎呀，唔要緊啦，無佚佗啊啦，頭路就去做咯。了就問我媽按照公司股啊，按照擺按咩按學淡薄對啦，紅色啦，基本嘅物件咯嚇，學淡薄基本嘅物件咯。
然後做了去頭手做時，然後我朋友講，誒，你都會做啊，都 OK 啊，你看我了。你還是有驚啊？是你哎呀，不要緊，你朋友嘅說試山該做，教你嘛學淡薄基本嘅物件，都直頭流轉下呐。人做咩物件頭手定係有緊張淡薄嘅嘛，對啊，因為冇經驗嘛，所以做咩物件冇經驗定係較緊張。你嚟講不要緊，你免壓力咧，伊講你按怎做唔要緊嘅，伊講我愛流轉嘅，歡喜就好了，流轉嘅嚇，แล้ว我人就是翕 video 是我人達到就是做有做無嘅嘛，然後我嘛用迄個做有做無咁個學淡薄事故咁做了伊講誒做了流轉嘛，然後我人翕 video 嘅人講，即道路會適合做嘅，伊講因為市場少，大埔嘅少，KL 迄邊就較濟，用北馬邊這邊吼就較少，你講你會使 try 去做，了我就跳地去找一個。有老經驗嘅師傅來學咯，拜師 ，OK， 拜師咯嚇，即因為了我就教我嘛學淡薄，了佢去找另外一個老師傅學咯。你記你學嘅時，你教你嘛學嘅時，伊教你係咪基本嘅物件是特別會曉係咪物件？我感覺真濟咧。OK，基本就是講你愛講事故，愛講下句嘅即事故咯。所以我嘛真濟。你會記假如像較特別用到嘅幾句是得一句咧？常趁因為刷出來用嘅。古早已經老筆燈嘅無時間了，所以我重點偏嘅較濟是家己較老早個人較適合。因為古早人講啉茶吼，啉大，你阿未講呢，你阿尾一句人就講，就會講咩啊？明年做爸爸，人就已經知啦嘛，哦，點會了？明年就生蝦米蕉，安尼講嚇，安尼講，所以迄是過時了誒，所以教我家己即手我是學，我拜師嘅時我學嘅物件是人基本嘅即個傳統應該按怎擺天公啊，需要準備蝦米物件啊，了我去學即個物件。但事故來講吼，我家己偏咯。偏家己，因為事故咱會變嘅嘛。因為你事故你嚟講3年、5年、10年，你用上一個事故吼，你阿未講嘅人就講你一句愛接蝦米話了。所以我事故直直愛變咯，愛較新鮮咯，安看咯。意思講吼，人哋未就講，那個老早啦，有 surprise 淡薄啦，無想講，哎呀，未出幾句講就知啊。是變咗講吼，你講即句是人哋無對，你愛講蝦米物件，然後你一講出時，人感覺講新鮮，唔捌聽過，人都，然後你講了個下句，人就歡喜咯，安看咯。未使講錯話啦，因為真啊濟嚇，對，因為真啊濟有個人嘅家庭吼，伊人是有教育有教育嘅吼，伊人教育咪使講錯話。對，有個人伊人其他敏感嘛。對，我也是成講講出來，成個你使講黃色嘅笑話。特別別使講明顯講出來嘅笑話。對，別使夾迄個物件講出來，安尼款咯。你講黃色嘅笑話，是人咪感覺講，即個有安怎，個會接受啦，安尼款啦。你嚟講。上錯啦，是講變做路成個無書本錯咯。啉了，明年生咕咕蕉，你可能就錯，你就迄物件夾出嚟講了嘛。蕉就使啦。然後會使講，啉會了吼，互你100萬家伙開袂了。你聽了，無相嘛，然後你個人聽了個爽嘛。所以我人做即道，第一切要就是愛講好話，愛講好聽嘅話，愛講下句嘅話，你話講一個較無好聽嘅話，人或者人嚟講，即叫人請我人就是愛無感啦，請我人就是愛聽好話，愛聽好話嘛。然後特別市場冇是真啊濟安尼做即道嘅啦，有個人會曉講話，冇有人袂曉講話啦。對，因為每一道冇有好有無好嘅嘛，對，有好有歹嘅嘛嚇，所以講咯，然後我。切要第一項物件，我 feel 到就是講吼，人嘅 service 愛好咯，第一啦。第二吼，人直直愛笑咯，愛笑。笑面，即個是人看了歡喜。笑面嚇，對，因為你係講面惡面臭嚟講，你去做工啦吼，我甲你講下，人袂個介紹路嘅，人都袂請路嘅，嚇，所以笑是第一重要咯。意思講你
都袂使發脾氣哦。特別在呢，手邊，搞到好順順。若是講人罵路，主人家脾氣無好，搞到大細聲講話，還是罵路，你們在笑笑，因為咩事咧？人家做工要去哪日呢？大漢就亂掉。是人家頭家要是去哪日呢？對文。對啊，人亂了就貴了。你如果明白講有人是人教應，是應該是只壓力就只大，了人起哄是因為唔是講伊是對路無事格路是 stress。對，了有一點就是講吼，我人做這道吼，我人是徛佇中央嘅，我人袂使佔大埔邊，我袂使佔查某邊，所以我人徛佇中央講話嘅。安尼講咯，變咗吼，我人有當時吼，捌拄過啦，就是講大埔邊甲查某邊吼，伊人還未交姻呢吼，伊人還未結婚呢吼，已經成個對家路了，對頭了。做咩數下？因為是 competition 嚇，因為比嚇，做咩數？因為鬥啥物？做咩數 ？OK，有嘅大埔邊嘅媽的意思講。你查某囝起來我厝都會 respect 我講嘅話伊都會聽。了有嘅人嘅查某囝感覺講，我查某囝一個爾家己吼，我查某囝好命安尼講嚇，所以真啊矛盾啊，嚇真啊一個變做講吼，因為甲了人們是為囝好嘅嘛對哦。了伊就有當時吼，咱去做工嘅時候，大部分嘅就講伊嘛安怎甲安怎，了去到邊時吼。哇！伊翁嘅嘛安怎甲安怎，แล้ว人對啲這邊嘅是講嘢好，話啲邊是講嘢好話，特別要做人哦，對講佢即變咗人係將伊人嘅無好嘅物件變到講佢義去咯，我知。即個冇是我嘅做工學掉啲嚟。冇唔是，這是我嘅叫做咩？我嘅專長啊！我你哋教，即個我真係教我真係教。教數，因為本數可以，那個無意嘅咯，有數咪變無數啊！你看咯，對，所以這點咧吼，本愛會曉咯，有人講，hello，伊嘛安尼看你好搞咩人咯，搞工人咯，你解了亂漢來講啦吼，你就是破壞意思，你徛一邊了明白了解，你破壞這個啦，所以這個是人做工嘅心理，愛徛去知咯，袂使互伊影響咯。有當時，然後來是講，伊講這邊嘅歹話是人就會掠去正，伊講迄邊歹話，咱本來掠去正，你講咯，咱掠去路邊水伊人講未識講，有陣時是出來人講喙一白喙講嘅，嚇，你問佢嘅飲嘅錯嚇，對，鐵柴個落去就爆，對，未使咯，so far，你 OK 啦，你幾年？你講你是指幾年 start？即頭一組，你講你朋友叫你做嘅頭一組是2017年。before pandemic 是2017。頭一組，แล้ว你做แล้ว落塊แล้ว你個變做，你是特別你開始是已經冇拍機咩還是？冇拍機喵，迄時暫時我冇拍機喵。你做咩？2014年我就冇做拍機喵。迄陣嘅時我就有做 direct sales。未怪你用你去 practice 你吹啊還是？用吹彈雷啊，一擺吹彈雷。點解用手拍劍當然用吹彈雷？人講我出一支吹彈雷呢，我講我唔是出吹呢，我能夠出一個正線啊。對。像我做這道嚟講吼，我正線乜叫悄悄？即個正線。對，我能你就係講有當時教員過聲時吼。接條做嘅，成接落來吼，我11日吼做8組，11日做8組，你想看，這邊做了佢做另外一組，這邊做了佢做另外一組，所以吼，因為一組愛做2日嘅嘛，所以這邊下晡了，暗暝過來去另外一組擺天光了，你媽仔過來教員了吼，暗暝過來去另外一組擺天光，所以是鎖掉，所以是擺天光是成擺天光了，媽仔甲教員啊，係甲教員嘅啲嚇啲，所以有當時吼，我人會困啊吼，攤困3點鐘到4點鐘嘅，所以你亂咗播就啲播足工嘅時，係咪困咯？下晡困咯，就啲困咯，你講咯，因為
我人做即道是有过声诶，所以有累趁诶时较骨力趁，无累趁诶时吼，你爱困啊，你做咩你暑假。咁樣做咧，你就是成個差唔多安尼點先咧？你像七月時路較少，成你較濟少較定就是較少誒，6月7月較少誒。6月冇人搞因，冇人加錯。我6月冇做，對，長人6月，長人7月冇是有，我長人即係7月一組。哦，較少係使起來錄音麼？誒，特別你拜六應該安怎今日個有誒？今日如果有6月啊？哦，6月較少，所以6、7月我冇隨路。哇，我點解大名咪是只準咯？隨到路起來。對大名咁啱啲6月甲7月，即係長人6月7月是我人第無講嘅個聲嚟。誒，若是講你7月嗬，你成即換咧即成換咧即煮嘅時候，你若是甲你你一定講未起來，甲人講話，若是會另外落，唔係像我特位置是月中是咯，特別若是你有點聲會落嚟講，你使同調咧，使隨自己拜六暝時讓有應該有應人嘅點聲時，咱使錄音。會使，你每樣看，咱使做特別嘅錄音會使。了你頂到是怎麼你講嘛？你較傳統較古早嘅，會講嘅啲事故啊，甲人好聽好話，頂到嘅咧較 traditional，你會記啥物句？林大大明年做爸爸咯。即是30年前，本人啲已經人啲用咧，啉第一時啦，嗬了啉開了，明年生咕咕叫，即個冇是貴事啊，或者咧我唔捌用過，我從來唔捌用過，因為即個嗬，做我做我唔捌用即句話，因為即句話係較書本的冇，唔是，即句話已經是你阿未講人知啊，所以我句嘅嚇我已經冇用咧，所以我唔捌聽過咕叫，我捌聽講是林達達明年成叫林怕呢，我捌聽過啫。即個對，即個是食貴事咧，冇是 still 有人入嚟用啦，我從來冇用過啦，因為我 feel 即個食久了啦，已經貴事啊。拜天公是要知係咪咪紅色咧？拜天公冇物件講嘅喎。有啊。拜天公，比如講嗬，拜天公，像有個人拜天公嗬，我人。拜天公愛買蝦米物件，我人就互新人知咯，人準備了，我人去撿念紅紙啊，我連紅紙冇家己加，我愛加我咪用買紅紙嚟講吼，伊是水，伊是真水，但伊無咧手工嘅味素，了手工有傳統嘅味素，有人係手工嘅味素，我叫你看，哎去。我話到幾嘢去嘢，我去解決點啦嚇。嗱，咱講一派話事當嘅，不，咱每蝦米物件買梅，蝦米物件買梅，咱嘅即個特別嘉賓嘅時候，咱肯定是小笨笨嘅啲問題啊。但係梅時間人講，自叫啊。我走啦，我OK，good night。所以我開個 house 啦，拜拜。OK，拜。走啦，豆哥走啊，豆哥。我愛去見做工了，佢做工做愛，做愛做嘅物件，拜拜，拜 ，OK，比如講嗬，喜嘅字啦，嗬，喜數條嚟加喜嘅字啦，嗬，我家己加即係喜啦，哇，即係喜。你就是按照你是加餅咧，其實餅你唔是當餅現條加啦。你現條加錢了時間，等下我幫到咯幫你面頭整下。你頭整會。OK，即個，即個就是加嗬，所以你看也喜我無啥傳統絲絲格格嘅，嗱邊個就 love 嘅，即是我手工啦我通常是我人會加變過去啦，因為加變過去你會省真些時間咯，了個有嗬。伊淡薄，你福建話有淡薄成個南西啊，南西是話人講會看到目睭，伊會看到只物件啊，伊有到因為伊是太平人，太平對太平係接近我人嘅福建話咯，即我所以太平嚟啊，當面咯，自己南西。你聽到你叫伊哦，南西，你每講甚至多18檔。
嗱，講伊多是北東嚟講，伊講嘅福建話甲我相像嘅。南西人做你細聲嚇，嚇，真細聲，真正真我這個細聲。無相呀，啊，這個是安尼款這個真正細個成日冇聽到。哦，這是內人嘅呢，超味哦。大聲講，即係大聲講係嘅，咁陳超當然冇真細聲嘅喎。嗯，等陣啊，你去 reset 下 reset 下。啊，這個什麼？這內人嘅喎，這成個超味。這是魚係上魚係。嚇。攞嚟魚嘅字嚇，你念到誒，即係念鬼子嘅啊，念鬼子嘅是用嘅。依個按嘅搭油畫係咪？對安尼款型啊，了個一個嗬，這個是這個魚嗬，這個唔是魚啊，因為魚數就是愛加魚嘅字嘛嗬，所以這個魚嘅字嗬，我可能放5粒鬼子嘛嗬，了這個魚嘅字伊就是啊，伊就是包掉5粒嘅鬼子。哦，頂面係一吸掉你看，這是你自己想出來啦，這。對，伊包5粒嘅鬼子包甲了嘅。哦，即係包甲了嘅時嗬，你係5粒鬼子啊，5粒鬼子頂面你嘅吸掉啦。你亦即鬼子，即係魚嘅字嗬，伊就超近超咯，也包掉超近超啊！即係冇時我自己即係係超近超係接掉咯。雞搞啊，即係接掉啊！特別你是一粒包，一粒包係一粒，還是5粒啦？我係5粒啦。哦，5粒，咱5粒甚至係咪意思啊？頭頂1粒嘛。哦，係咪意思啊？鬼子就係擺5粒。哦，是啊。鬼子通常擺硬講鬼子是5粒嘅啫嘛。4粒為底頂面。袂使擺4粒嘅嘛。哦。所以5粒4粒啲下底頭頂1粒5粒咧，塔關起來。其實伊包得以下。超味，佢成個一個面你看你超嘅咧。伊就超近超咯，啱咯，超近超咯。伊即邊飲咗一個咯，超近超咯。你做拍劍是冇有淡薄你嘅意思。因為我超工搞啊！我本身實行到暑假超工物件咧。大聲講。嚇，來得講話，我驚。無魚字嘅有 pattern 有形嘅，使頭數看哦。頭數。無魚字啊！我家己冇有介。哦，哇！你看你使做啊，當你使做大漢，你使做你啊，你使做生劇工。嗰個春啊，即係冇是春冇是白面形啊，你看你。啊，有，嚟啊！我好你看。哎呀，你免對我做爸，你對伊做爸，你學到較濟物件。等你啊，我查者，即種嘅物件嗬，OK，你加迄種是叫做四格嘅，伊係都是叫做四格嘅，還是八格嘅咯？你這是四格還是八格嘅咯？你八格嘅5格嘅咯？啊，5格嘅是只第一派界。我係花唔知應該用氣啊，用氣啊！你用嚟做咩？拜天公用氣啊！哦，搞個咩事情？真正搞。嗱。嚟我都看嚟。哦，哇水哦！水哦！這是叫5格嘅咯，5格嘅花咯。哦。誒，等下嚇，5格嘅花。誒，看到。點咗？啊，這邊啊，這5格嘅咯。這5格嘅花，所以加這個花嘅字，這個花啦，嗬，5格是較歹加咯。因為伊啲製作嘅時候，伊就有一個方法來製5格嘅咯。因為第一個就是 double 嘅4格、6格、8格嘅咯。所以5格嘅就是第派加咯。我講唔就係講做生嘅講嗰條特別即係啲 extra service 啦，一定你唔是就但你生嘅講冇有佢自己加硬咗咩？較濟愛家己加，有嘅人是百變嘅。哦，有嘅人比較加嘛，有嘅人比較手工嘅物件嘛，我為用百變咯。但係講我請你啦，我請你做我生嘅講，你嘅 service 是包含咩物件？I mean，你冇想 set 啊，冇想 package 啊，你看啲物件哦。OK，你話 OK，我對方是蝦米方式？老實講啦，我是這樣教嘅，定到時係這樣教，所以我呢啲物件我冇咩對嘅，你看啲物件，所以我咪就係講，你人要請你做生嘅講是要做蝦米物件，然後有蝦米 package 蝦米 offer。OK，
因為請我是伊定就是講，伊會先互我知講，伊本身是蝦米風俗咯，蝦米信仰啦，亞米咧嚇，伊就是講伊是拜神嘅，伊定拜神嘅吼，伊愛拜天公喎，人啲爸媽第流行就是拜天公，檳榔區第一個拜就是啲檳榔，哦呀嚇，全馬第一個拜就是啲檳榔，蝦米物件本個拜是迄個事呢，迄個蝦米總之拜阿公，全馬拜阿公第一個拜就是啲檳榔。แล้วเรียนเก่าอินมุ่นให้ไปอังกงไงรู้ว่ากาลัมโปอีทั้งโปไปบัดที่ปิ่นเล้งหอ Super Sticker 感謝 New Zealand 嘅話感謝Super Sticker 冇搶嘅喎，咁啊 Super Chat 夠搶嘅感謝就特別我冇拿大咪見感謝 donation 感謝你難咗人地end 係話就會講咩話嘅好聽地 end 你講下咩話係咪嘅好聽？但係你講係咪爸爸係咪仔係咪樣地人好啊？你咪感謝樣嚇。按照講嚇，但係我是講八萬機會開不了。嚇，八萬機會開不了，所以好我淡薄。我講嘅是念地念去了，八萬機會都開不了，安尼個咯。你使講地緣地走走，我都家孫全部搞。哇！地緣咩？講佢地緣地走走啊？我都家孫全部搞。哦，走走係什麼意思？地走走是什麼？就是順順啦。哦，走走地順順那款啊。哦。意思講一地地緣好路啊，地走走啦，咁地好路啦看到。地緣地走走。我都家孫全部搞，家孫全部搞咁樣搞。誒，係那個講到對，你 package 你講到邊件冇上嚟上面。OK，通常阿龍，嚟。我唔該先，我聽你講啊，應該唔是走走，應該是嚼嚼。哦，嚼嚼。對嚼嚼，有個人嚼嚼加走走相像嘅，其實紅一個所在嘅。腔對，咱人關係你愛碰記嘢嘛？哦，嚼應該是嚼嚼啦，是叫做嚼，做未嚼。本來好見的是地嚼咯，然後啲炸話嘅搖，後生炸話本搖。頭先我同你講了嘛，我咁講嘅福建話要調照音嘅，要淡薄留福建嘅，所以調照音了，調走都是嚼嘅意思咯。OK， 調照音嘅時候唔會講走，就是講做。唔係布基走。所以一淡仔無聲嚇。你講幾度呢喎？你幾度呢？好好聲。我話曬，伊看到你無去拉大，無咁玩。咁聲，就是愛嘅地緣學你拉大嘅。我未使做生嘅講啊，人哋會抄我出嚟嘅啦。很多時咯。所以嚟講。咱講啲檳榔啦，啲檳榔福建話調照話，加了門鏡係通，加了門鏡係通啲。OK， 特別講啊，好聽啊，話人可能歷史嘅物件啦，成日講聽得好誒，講好話，人自家聽啦。然後有一點就是講吼，有當時咱即個方言啊，即係 dialect 啊，吼，咱係 Chinese dialect 吼，有當時咱講嘅時候。喺下句嘅時候，伊咪淡薄走，不要緊嘅，不要緊嘅，伊咪淡薄走，不要緊嘅。就算講你去台灣本小聲嘅，伊講淡薄走音，伊嘅聲，我都係下句就使啊。特別你講下句意思是下句是講係 H 句是吧？哦，下，特別意思是 rhyme 嘅意思，係啊。下句意思是 rhyme 啊。啊，一句音小聲咯。是啊 ，rhyme 啦，冇話叫 rhyme 啦，成講
坐好好，互你啲仔又啲波嚇，好好啲仔個啲波，呢啲叫下句咯。OK，伊尾音下句咯。邊啲福建冇有啦，咱是講咱嘅是個小嘅你講咯，即是叫做下句咯。嗱，南西嚟啊！我就食過來咯咋。哦，你就食過來啊？你捌看過隻 channel，你捌看過伊廚師安怎啊？我就是想問伊拍劍是毋是？伊拍劍迄間店，工廠嗰是店是香條迄個迄店是有一個工，來經過迄個橋，甲伊搞迄個店誒。香條迄帶。但伊拍劍，伊是講拍工廠嘅喎，係咪？咁樣講拍劍上面做到？我有一個朋友，伊是開拍劍嘅生意嘅，細漢嘅時伊嘅厝，我毋知伊八伊無改變去。哦，應該是改變去啦。得落你講，你講角落咯，角落啊！你是到拍劍是到角落？你拍劍是到角落？唔是，還是出來邊另一個拍劍嘅？哦，擺對。我擺，我朋友是開劍店嘅，伊本是有做拍劍嘅，本是啲角落嘅。哦，特別你看伊往時即個大聲講嘅時候，伊嘅聲淡薄成個南西聲。阿咪聽，了，伊應該把我嘅語本是細漢你讀過攞到下，我就是迄代頭前我異常啦，賣冷茶，賣冷茶，迄代頭前賣冷茶，迄代頭前賣冷茶，80幾年是賣冷茶，賣冷茶啊，80幾年。我攞是你迄代了嘛？都講到這迄代啦，先水迄代，先水。伊對面路是有一個擺台賣冷茶，我異常就是迄邊個賣冷茶啦，啱未？賣羅漢果誒，賣冷茶咯，就是迄個羅漢果啦，係咪滴水啦，迄種啦，卡車搭卡車了，有一個件。伊查某囝叫啥是我同學來。誒，伊個查某囝是甲我平歲，伊個大埔囝就甲我平歲。伊大埔囝76年嘅，伊有是伊個。哦，較少年啊！伊大漢，伊查某較大漢啊！查某甲我人平歲，查某是74嘅哦。嚇，你伊大埔囝，特別要牽親咧，攏要交影啊，要請上去。你家己生家己啊，當然。我是巴根斯拉人嚟，我定我細漢，我哋巴黎本家出世，我巴根斯拉人嚟，所以我去過攞是真係。邊啊？所以講嘅話，腔是小聲嘅。是我所以聽到你淡薄南西出來，意思係講話是全部係南西。巴黎本家巴根斯拉，對，要就腔嘅對。對 ，Glen 嘅嚇。Glen 人。所以巴黎本家加巴根斯拉加即個歌路是小聲嘅，講話聲嘅。咁樣你講咩？下句啦，你人叫做客句咯。哦，呢種一句講了嗬，甲一句嗬，嘢音差不多一接近嘅咯。即個有 rhyme 嘅可能就講就趣味嘅。對嚇，伊即叫客句咯。頂到咧，電半話拍生我隨無啦。頂到我電半話我暑假哦，人講嘅電半話特別本是無好啦，你就講講物件個了事。其實嗬。其實我多啲講咯嗬，我諗冇只只安尼款講無好即係錯話嘅下句嘅冇只只嚇，講啲即邊都冇。係咪你做工是無講啦？對。特別你把隻你叫你嘅一定嘅咧朋友來是你做小嘅事啦，做小時講。當你即做工嘅事是無講咧，伊只專業嘅。我冇講。特別你就是有啲人請你袂講咧，袂你講。幾句臭話你有接嘅，還是你之前你買拍牌裡面寫都冇接嘅？伊人若是講啲當場要求嘅時候，愛我講嘅時候，我咪講一句兩句咁樣咯。哦，特別你買成個人，成個邊啲學見有當時人 associate 係你 brand 度講臭話呀。成個邊啲學見，actually 唔是講邊啲學見 podcast 啦，邊啲學見有人感覺到只錯是因為。人講臭話時，所以感覺就係錯。你變做成個接家類嚟，所以你無佢哋啦。特別嗰個就係往時往嘅面皮教冇話冇靠即係攤類嘛。特別啲靠即係攤類啲 professional image 比較 keep 淡薄。是因為有嘅成個講
我人有當時接嘅講是迄個大刀啊，但是你帶新婦啊。แล้วลูก講即個話，伊可能伊請嘅冇是大刀，但是你嘅啊，但係人聽講，喲你請即個很多，安尼錯嘅，安尼錯嘅，安尼講話，安尼錯攞一個嘅，未使咯。你得較專業淡薄，較專業。對，專業意思就是講，你是有當時。你唔知講到你得罪就罪嘛？你就是講，cada人知有聽邊啲福建人，cada人知講話假是夾少夾皮嘛。特別你專業嘅時，往時請來嘅人是，你唔知你請就罪人嘅喎，所以你袂使是說講話得罪到人。有當時新娘還是囝婿吼，伊 before 是會使，伊甲我聯絡嘅時講，我互你再生下，你。一句錯話唔別使講呀，我人咪聽到錯話呀，我father mother未聽安尼款嘅話呀，我甲講你放心，我從來唔捌挑地去講安尼款話，除了人客家吼要求我，伊講講較錯淡薄啦，我人會講聽錯，我第幾本講伊一句兩句去聽呢，有啦有人肯要求啦，特別少啦，有當時我冇講咩愛啦，我有當時是講。用黃色嘅笑話講嘢咁樣咯，可以全部像 double entendre 呢，所以成日可以自己心裏面聽了會知係咩意思啊？咩意思啊？你講咯，成我有當時我啉茶嗬，我就自己編一句，我諗咪講錯話嘛，我啉茶時講啉了甜茶嗬，叫咩巴布明年生日幾時嚟？你講巴布，人聽了好笑嘛？來下，即係表哥表姊嚟啉茶嗬，啉咗甜茶，叫咩對佢巴布下，明年個生日嚟嚇，人講叫伊表姊夫去巴布嘛咯，然後人講了，人就講表姊夫，你人會曉巴布喎。你咪記得教白布，等你都搞嘅電話，我教你揾咗白布。有聽人咪就講白布到時係咩意思啊？對啊，人講suggest 對白布啊，mình terang講出來啦。人聽到我冇明白話本啊，本agak 就係講agak你講了係咩意思？你掠到意思就好了。誒，真冇聲氣啊！攏覺得咱無聲是，人怎麼？我而家無聲嘅。哎呦，佢再對一個。有啊。OK， 我係 system 無好事就，啱故意告訴我們講到巴布就係個來外鬼。鬼會嗌巴布啊！鬼巴布㗎，我係即對佢。所以有當時我講笑話是我人成日講咯，巴布安，所以人會曉聽，人就講我講嘅巴布係咩意思咯？你若講就講對佢講呢句話咯，其實咯，特別我人邊啲學嘅呢會有嘅，邊啲學嘅叫正神派。有人講，有人挑啲，成日講愛 call 我講。我表巴布，按照巴布，我講你表巴布啦，看，即係巴布咯，係啦，按照巴布咯，所以即個是一個笑話咯，按看咯，變咗人會做，變咗老咗咯，老咗好笑，特別個名錯，個名講啲講出來係啦，搞，即係功夫，即係叫做功夫，人愛講笑話，人可以講啊無低俗啊，無錯俗啊，無錯俗，對咯，對。OK，你講下面梅話嚟，來直接聽講下面咩叫梅哦。頭先人都有梅話講下面白嘅哦，通常人請我吼，伊會先講伊是拜神呢，還是 Christian 啊，還是 Catholic 啊？Christian 冇有生嘅，就有啊。白伊人是無拜天公了咯，伊方式，伊即是對方式行啦，特別無拜人公嘅。特別有當時是囝婿是 Christian， 新娘是拜人公嘅。所以我人對配合咯，變咗講囝婿無拜天公，但新娘伊愛我拜天公，我對過去咯。แล้ว搞因嘅時看伊迄一日，伊人是愛行禮堂。
假是讲吼伊要叫咩？即个工作我能做是照做诶，我能无能完 trust 阮诶。OK，即无能完 trust 伊诶，即我能照。特別你特別想啊，成都樣成講你安怎要行咪咧，係咪講講笨？所以你去教時，你已經是準備好事誒，你怎樣嘅行咧？通常吼，囝婿甲新娘吼是我佇迄隻都伊邊誒。哦，真啊少吼，真啊少是佇未搞因迄之前都邊誒真啊少。有多一個人哦，還是干那搞事是咁樣家己去見面？真啊少有誒媽都阮對出來，較早是我接一個工啦吼，伊拄我3道甲 confirm 我。哦，伊做咩事？伊要 test 你啲呢？新娘誒媽都，伊寄一本代理吼，寄一本代理，寄一支筆，約我去咖啡 interview 咯。哎呀，等陣，我 system 嗰陣出數啫，別啫，等陣啊，等看，夠對哦，誒，冇對哦，你有對個，佢得對，等陣。來下 ，sorry 講，你講伊 interview 你去咖啡位，本代理，對，去咖啡位，伊有影問我物件，伊講即個你安怎做？若是講安怎你安怎做？interview 我，伊驚講我袂曉。哦 ，because 可能少齡，伊無成個，若是講老查某來講，肯定無會咧，嗰啲物件。了唔會啊！嗬，講了嗬，拄3道伊 confirm 我。即個是一腳爾，敢若一腳爾。伊新娘誒媽的，伊 interview 我了，伊甲請我。要確定講你會做夠這工無？我感覺到你有拄着那款嘅問題，我成日講，人咪叫你特別人無咪相信你，你看你 maybe 看個少年個大波個無成啊，你老雜波你上劇嚟看。中間無了啦，先做是有啦，因為中間老實講，人會請你是調啲會請你嘅啊，定？是已經因為我中間我係講會比上個伊較濟淡薄啦，變咗吼，遮濟是人介紹人嘛，所以中間人會請我人已經在講我係做未做咧，人就聯絡我咧。你無人講調啲去隨你，邊俾隨你人就是調啲為你大波少年。教講個特別做笑，做笑，了個夠大聲因為嗬，我哋做工嘅時，我免嘅 speaker 嘅，人講你幫一個，叫你幫一個微胖啊，嘿，要本來講我買用迄微胖真亂。你用這樣嘅啊？你夠大聲，你聲。我係聲夠大聲，所以我啲拜也是啲。食茶時啲廚工話事嗬，花口3間厝門聽到。哦，所以人會感覺講食老咗咯。你接落來咩是大聲講嘅？聲大係。古早做工廠時，我是做金嘅時喎，我是做農場嘛。農場對。factory manager 嘛。所以係個呢隻人嘛，個60-70人啊，所以人特別搶嘛。對，大聲嘛，了迄陣咪是脾氣滿較無好啦，了因為咱愛罵人嘛，了愛講嘛，愛趕工啊，愛叫人，你去做愛大聲，迄就學來咯，傳來變到大聲，講話大聲咯。你看你頂到傳嘅大漢，細漢傳嘅大漢，啊，南南子咪妹妹。我妹女聽你個這是爸母，唔是新人啊。隨女是，我覺得有。因為有嘅爸母是無插數嘅，有嘅爸母無插數，變到吼新人吼，伊人家己去小紅書啊，去 Facebook 啊，去 IG 啊去找咯，了看人嘅 comment 咯，伊人會看 comment 咧。若是講即個人有別人有 comment 無好嘅吼，即個人來考慮咯。了人較濟是去有嘅人是幫佢講，我愛請一個商家講，請問有蝦米人會介紹哦，แล้ว人就這隻下底就滴我了咯，你就嚟聯絡我咯，伊講這隻人推薦你啦，做商家講你是安怎收價，亂咗，因為這隻人推薦嘅來講，吼就是講未達到巴肚哦，達到巴肚係咩意思？ OK， 達到巴肚啦，中間
你就講人食一做蝦米物件叫菜梨啊，你知蝦米叫菜梨啊？菜梨打掉 dynamite， 嚇對，意思講吼吃得無好誒。哦，成個你哦，即你別弄餅 ，OK，弄餅，別去弄啊，別去弄餅啦嚇，別去吞掉把肚啦嚇。哦，OK，別去弄餅嚇，唔去水請到一無好誒時間嚟看。對，請到一個等你吼面烏烏誒啊，牛咩人誒啊，你看咯，別去弄餅就對了咯。有冇本俾梅？所以九十字你講咩？我咩上講俾梅咯，紅燒是講。福建人噶，比如說我是我所在是我是廣東，伊是怡保嘅人。了你我阮有伊人有幾漢達人，我是講咩過大理哦，係過大理嚇。過大理是咩意思？有幾大咧？車上嘅就講漢達人啊，我人是講漢達人啊，娘娘想講，伊舊年嘅之前一季節頭前呢特別貴咧是上咧，哦，拼金㗎，你邊你睇下，㗎下你係咪邊啊？舊年邊啊啦，對，都俾同啲都俾前隻㗎啦，係你做本事都做呀？生下嚟貼去學你前隻朋友啊，咩㗎啦？誒，等陣阿龍咪看過，阿龍咪看，你咪去名稱，你嚟調整啫。咦，到啲名稱誒，就是咪看呢？阿龍起來，咪看過，起來，阿龍冚咩車？嚟我攞佢嚇。OK，我人吼，我人做工啦吼，我人較就是做迄邏輯嘅工呢，意思講老聽咩？老聽咩教教因節啦，就 actual 啲。有幾大咧嗬，通常我人是無去做嘅，但嗬對方了做，我會使教伊安怎做，了我會使發資料給伊，講幾大咧大概是安怎做，但伊人家己做咯。這是 consultant，上面 consult 要做，如果佢是無去嘅做者。是，我無去現場，特別我教伊安怎做，因為還必須。應特別家己做嘅時候，即係物件。對，愛家己做嘅。我會記，對，洗頭是洗頭我是揸一名啊，洗頭是老聽名，迄叫老聽名嚇，對。了幾大咧？你講緊咩？你講咩？冇，迄個幾大咧？不是幾大咧，係咪幾大咧？幾大咧？嘛叫醬頭對。唔是，醬頭是老聽名。老聽咩事？就是 before 的揸住節教，因為係I say 咧，生頭 Wedding Eve 啦，生頭 Wedding Eve 啦，生頭是醬頭啊，醬頭elephant 啊，醬頭伊是 elephant 嘅聲啦，特別伊唔是 elephant 啊，伊係咩字？係咩字？唔是啫，醬就生咯，生頭嚟啦，這是正福建話叫做牆頭，還有搞叫招話，丁面生丁面，哦，生是牆啦，讀牆，牆福建是牆，哦，牆頭，生福建話正伊啲生頭嘅即兩句話是，即個生讀到牆頭，有嗱種條字話叫做牆頭，哦，醬頭 ，OK，醬頭你看咯，即係係搞特別回過曉，即係啷個得過？你成個俾食，愛煮下面愛可以食魚嘅，食魚嚇對，嚇食魚嘅迄個白天公，迄叫牆頭咯。哦，你不是 part of it 啊 ，part of it，特別你看到是查甫嘅嘛，係特別你做是大波餅嘅，查某餅嘅，你做嘅是隔了。我攞餅做。啊，你唔是大波上厝嘅咩？對，所以我啲查甫餅做了，我嚟趕去查甫餅。哇，你車嘛？你是咪就係你大摩托擺是這車？這車 super bike，摩托擺較快搞啊，別搭車。打車。哦，我 confuse 是講係大理加個牆頭唔是上嘅物件嚟咩？冇想。哦 ，OK，牆頭是啲，冇一季節啦，通常啲12節整，攞禮拜整啦。哦，即是伊人看日子是，伊人拜何節嘅是拜何伊嘅，較濟是啲攞禮拜整。你個人看日子哦，
我無看日子啊。了個有一個叫做安城，安城較濟是啲對安城我知。安城較濟是啲教因嘅前3日到甲前1禮拜安尼，有當時可能前1禮拜，可能前3日，可能前4日。基本是家己做啦。安城，迄個是個準備一個談配嘅咯。搭波談配是教因嘅事，係教因嘅。我會記是愛叫一個好命人，唔是咩？我捌做嘅，你是叫咩村呢？係見啦，嗬。叫嘅囡仔。冇，安城了，你是講安城啊？安城你橋頭會吹好命人嗎？對，好命人做嘅嘛。橋頭是白母門嘅，安城門是白母門嘅。除了伊人。除了伊人爸母，有人剩一個老爸，甲是一個老母，有人講無一對伊人賣，伊人就找好命人咯。找愛都是找阿哥阿丈。特別姓好是特別找爸母姓，有你是無爸母人就去找。一對啦，你特別找一對人誒，一班人誒。但是中間啦，嗬，真濟為着。唔係好，伊唔係想有人剩一個老爸，還是剩一個老母呢？伊冇咁為好一個人做，因為伊唔係講，伊唔去找別人一幫你嘛失望嘅呢。對，等係是伊可能伊叫你講阿伯阿姆來看伊啊，特別老母啲邊看，伊感覺講伊心過袂去啊，所以伊甘願老母一個人看。會使啊啦，頂兜是就要一對人嘅啦，頂兜。古早較濟係古早是一對，是一對了個愛有囝個有孫。成個伊有冇成 role model 那款啊？好命人咧，好命人意思就是叫做翁某有地。甲子孫滿堂嘅，叫好命人。意思講翁某有地嘅，了子孫滿堂嘅。滿堂，子孫滿堂，真濟囝啦。子孫滿堂，子孫。阿莫西不要聽，阿莫西就俾講福建話講。冇啦，免講福建話啦，你只解釋呢，我都。哇，解釋啊！佢要講解釋。子孫滿堂嘅意思講，子甲孫滿堂，就是講規家父母子甲孫咧，真濟人嘅意思。八個囝36個孫啊，嚇呐！有孫，有孫就是 confuse，是講上頭甲大禮是啥物分別咧？OK， 大來，兩禮本是意思講做大人啊嘛，唔是啊？不，OK， 來，慢慢解釋。按即個教因嗬，連續講起啦，有蝦米 step by step 啦。OK， 第一就是講嗬，愛去看節咯，看節就是講嗬，愛去找看好時好節咯，第時愛傳播，第時愛教因嘛，呀，這是頭一個咯嗬。了，你去看了迄日子了嗬，example 啦，伊講當人10月初10教因，嗬，你看到迄日子了，就是講你就講你多日子愛教因了嘛。了，你看到這10月初10，你講按這個日子啊，吼，迄個看命書吼，伊就會甲你排日子講OK， 啲9月第時愛過大禮，了10月第時愛安城，了第時愛拜天公幾點拜，了第時愛教因進房，甲咱有看日子嘅，所以這個過大禮吼，較濟是啲2禮拜到3禮拜。內面有當時一個月對之前啦，了過大禮意思就講大部分愛互查某朋騙金啊，伊除了騙金吼，伊個有誠濟物件咯，騙金是頭一個就愛咯嗬，了個有誠濟物件，比如講禮餅啊，了寫拿底禮餅，有個誠濟個紅包誒，禮母包啊，兄弟包啊，即個個有誠濟物件。杜卡金係咩咧？杜卡酒啦，杜卡酒啊，這隻安尼講嘅物件係什麼愛安排咯？這是愛互大部分愛互查某朋嘅咯。But 通常我會 send 一個 list 互人咯，一個 list 互人參考呢。我未講好，你只愛對我物件對解了，你會使參考。有咩事？因為有當時吼大部分伊想講我寄互迄個物件，伊會使寄。有當時查某朋講，我愛拖蝦米物件，伊會使拖。只要大部分會互查某朋，個會互
上邊吼，愛講了，伊人滿意就使啊。你伊人家己針啊，人家己講啊。對，即個我人袂使查嘅。echo 啊，就是 echo。唔知。對。阿龍嘅 Zoom 嘅。是咩？我都冇開。你阿龍，你攞屏幕開，你 Clubhouse 冇開，你 Zoom 冇開。冇啊，我就冚聲啦嘛，這邊。有啊，我聽到。冇啦，冇聲啦，冇啦。啊 ，OK， 你梗唔是話啦就。是，點解看到你 ？because 你嘅小影出車嘛？點解是？嚇是。OK，當然冇啊。Then OK， 即個過大咧，伊就是講看即個看命書，伊排日子互伊嘅。了，還沒事我講還沒事我人無去做咧，因為吼，伊人請我是吼，互我就講伊10月，等人10月初10交因，對啊，所以即日就 free 嘛，有可能吼，伊可能9月18伊過大咧，但伊過大咧，迄日子可能我有工了。哦，伊日子個無上。哈，伊無上日子，所以我人未。但人要看你看命書，有可能伊毋是講直講哦，出日子嘅時候面是個無上嘅。對，所以吼，我人嘅做工就是啲交因日，定着愛迄日子我人空掉，我就接你工咯。然後你是幾日嘅啊？你是幾日嘅啊？啊是日子會使接攞主嘅哦。那是一禮拜天講生阿面交因嘅是阿妹個接去白主拜天講冇會使啦。啊，我係 maximum 3組咯。哇！嚇，安裝3組，安裝擺。OK，咱講一個日子啦，就比如講5號啦，example 5，今日拜六，咱講16號呀。啊，咱講今日啦嚇，早起OK，咱講早起交因一組了咯，伊交因咧就放工了，我放工啊嘛，平時是幾點早起start了？早起6點幾醒了，7點幾可能去夜會了咯。哦。嚇，去會到查某邊吸物件了，吸愛啉茶物件了咯，了家曬來錯了，就愛去大埔邊咯，上邊做啦，咱講做家來2點咯，2點了啦吼，等下是另外一組請我dinner也啉茶。你是啉茶，你會使做干那去？別浪掉時間。OK。嚇。只要伊時間未弄到，我就使接工嘅。你是 maybe 請啉茶講成日淡仔博咁啲講要請講好話博有一個咪就係講唔係最係咪叫裝杯盤入面你肯啉茶，喺呢度有人是無包嘅了嘅，有你是簡單做啉茶呢。變咗講嗬，咱講 A 嗬 A 伊早起搞飲料了，刷尿了嘛，放工了咯。B 嘅請我跟阿啲dinner做呢 ，dinner 請啉茶呢，然後等下 C 嘅嗬，就是半暝是白天講咯。哦，嚇，變咗3組咯，安尼款咯。你看阿龍嘅面，阿龍嘅面，梗係聽，呢個只，แล้ว哇，直接3組。嚇，對，再接落去做，變到你副地了咯，副地做緊了咯。有冇吞氣嗬？當時。你有當時是只做模組，就是講平平交因上時節嘅，你伊這邊接親，你迄邊伊咪接親，迄邊加嚟做阿妹。哦，你使過去把主做者，你阿妹個度短期嘅你看。嚇，所以我人愛接工嘅時，我人愛問清楚，伊時間會弄到未弄到，我人就會使接了。弄到我人就袂接了。你接工有成個，你家己做個了，是你有請人個你看你來頭。我一人做呢。哦。我人接工是我家己一人去呢。嚇，你講咯。了OK，無聲啊。我點解聽到 echo？但我唔知幾個人，我唔知是幾句。我聽到。testing，冇聽到。Clubhouse 聽到，我聽到。哦 ，Clubhouse 會嚇。我有 piece 嘛，有 piece 嘛。anyway 不要緊。Clubhouse 人講到 mute 啊嘛，嚇。OK，等接去講。OK，人講過大禮嘛，你安稱係咪叫安稱咧？安稱就是講嗬，啲驚細是廟。安稱性咧，還是點啊？伊個唔會講，會驚禮過咧，是個一個什麼？上頭。冇。石頭是阿妹個一個性。
安靜聲，安靜咧，嗬，通常啲教演節嘅整一禮拜留面，有可能5日整、4日整、3日整啊，乜有咯。做這下面是安靜。安靜咯，就是講嗬，即係假使新娘伊人嘅九三字啊，變九三字先，嗰是九三字。唔是九三字秒啊！人哋講嗰啲人秒啫，嗰啲秒你讀了講話。讀了人嘅大聲講。嚇 ，OK， 嗱即係安靜。你呢是大聲講嘅個咧？我冇開阿咩啊？我冇阿龍話，阿龍喂個，冇穿 headphones， 你怪冇穿 headphones。我就冇做半啊，我近日開條我 clubhouse 聲呢。冇你特別你我冚時啊，我就冇得講壞事，我冚。唔要緊，我 mute 你啦，唔要緊，你 clubhouse 嘅 mute 嘢，所以冇聲。但你 clubhouse 麥本開掉，你 zoom 麥本開掉咗。OK， 你講但冇關。OK， 安靜嗬，就是講即係假使新娘伊人教因愛困喺迄間房間嗬，所以愛大部分嘅爸爸媽媽來安靜。安靜咧，就是啲嘢面前嘅每一個角愛放銀錢，銀錢就是一種大利嘅，一種銀做嘅。銀色嘅嘛。會使用士令。用咱用嘅鐳嘅士令啊，銀色嘅大利嚇，假使講你去買有通買變係用銀做嘅鐳，銀銀是叫做緣分嘅緣。冇，銀是一種是咩？一種嘅鐵嚇，銀是種嘅鐵嘅，N 必係 N 呀。唔是。按照寫華語是叫咩？叫 CMB 嘅 N，CMB 嘅 N。是 lead 啊？唔是，伊差不多成個 zinc 啊，你講呢？是 zinc 啊，zinc 啊，我哋使對啦，就是 MB 嘅 N 咯，鉛筆嘅鉛咯。鉛筆嘅鉛咩？鉛筆嘅鉛，啲銀色嘅講。對，鉛筆嘅鉛嚟。銀色。maybe 意思啊，是講個好意頭嘅，所以成個鹽嘅呢。鹽掉嚇，成個有鹽就出來。白紅紙嘅嘛，嗬，白紅紙嘛就。你幫你硬做嚇，伊個叫銀紙咯，伊是銀是一種嘅鐵嚟嘛，一種steel 嘅物件，你講你啦，銀咯，銀板嘅嚇，紅水啊，鉛筆嘅咯，鉛掉，鉛筆鉛嚟咩？鉛嚇，對，特別有陣時我唔知，就是鉛筆嘅鉛咧，嗬，其實唔是鉛嚟嘅。特別咱叫伊做鉛筆，OK，伊唔是鉛嚟，伊唔是 zinc 嚟嚇。OK，咱叫伊做鉛筆，所以actually鉛筆是唔標嘅物件嚟嘅。特別咱already叫幾百年叫。OK，成人銀板咪真光啊，應該落係真咯嚇。銀咯，可能銀嚇。你迄個銀嗬，有啲銀包嘅，迄個係啲銀包嘅。你有啲房間嘅每一個格。銀紙。你去教因嘅店有攤買。OK。了啲每一個房間每一個位嘅有格嘅所在，嗬都係放。包括會變成4個格。變成4個格，房間裏面嘅格本就係。嚇，了嗰啲細博啊，嘢圖啊，嘢圖圖啊，我睇咩數啊 ？drawer 啊，伊八步時間未割掉。我伊幫佢銀紙啊，意思講按了層了嗬，嘢迄物件袂使叮當伊啊。袂使換了，袂使刷位，袂使叮當了嚇，袂使刷位啊。forever 袂使換，即應該袂使刷，還是冇。按掉伊教應啲按掉教應。所以成個 boss 嘢呢可能，伊成 boss 就嘢呢可能伊個按 boss 嚇，按掉伊起來按掉伊咯，就咪去叮當啊。OK，按掉伊，伊就袂使叮當啦。OK， 所以你變咗因嘛，會教因咪未使白布，未使起啦，未使白布，未使刷，未使嘅係物件。袂使刷位啊！即按了伊，人講按證吼，就是講伊愛嘅嚟做教員房咧，伊按了伊了，愛等起數了吼，該使叮當伊啊。OK，即因為人講入門有入門戲，
嚇，嚇，新娘嫁入嘅大部分嘅是入門啦，有入門戲啊，意思講伊去到迄邊伊正咩有戲數啦，所以即個安全就是講按照咧，袂使亂叮當，你叮當了有當時會當到伊太氣啊，人講當到太氣，即個新娘就真歹命人咯。歹有驚，OK，了，尤其是唱嘅聲上咱定人誒風俗是講有12聲上啊嘛，你要講即個新娘房蝦米聲上袂使接，伊講 before 交姻嘅時蝦米聲上袂使接，即個是只人辦當，即個聲上接去會唱咯，唱咧不要歹條件。了安全就是安了就是袂使人去叮當亂叮當物件了誒。我記得當時我細漢嘅，我唔知是18歲啊9歲，然後我嘛是去看人樓梯名咯，然後上好人袂使接房間，我就關到啲外口誒。我記上好。無甲了上一個聲上誒，無甲了唱嘅夾寶嚟頂下。唱蝦米聲上？對，迄個夾寶，迄個教因嘅夾寶伊唱蝦米聲上，一定要有一個。有當時伊蝦米聲上無唱誒。所以有當時唱一個聲上，當時唱兩個聲上。我係哈利貓啲啦啦馬蘇，我係袂使接。我甲你講，我係你就是擼咧。零甲你袂使誒。真少唱零嘅。零袂使拄袂使接，我教因時拄袂使接。無啊！我甲你講我細漢嘅時啦我啲過羅啦我啲細漢嘅時啦我厝邊頭尾啦。哎呦 ，sorry， 等你 pause 我 system 嗰隻斷嘢先，你看一個 reconnect 嚇，OK 對嚟啊，冇把都對，把都對。當然嘅對呢 ，sorry， 我 system 就咪貴，有嘢學貴唱，嚟教我講事故就講。OK，sorry， 個講 continue 講。對嚟你先。我上零嘅嘛，聲上是零嘅嘛，所以我古早細漢嘅時我啲甘榜嘅時啲我甘榜啦我厝邊頭尾嚟講基礎啦我就是甲囝婿困迄一個。伊人愛找零件去練眠床啊！了古早嘅時樓梯尾啦，拜到天公啦伊愛找一個零件甲囝婿困嘅。意思甲囝婿白困甲假日交因日嘅。OK。互零件去困眠床了伊人就不止就洗零件咯，買零件咯嗰啲意思咯。所以我細漢就是學人點叫佢甲囝婿困咯。介歹聽介歹聽我講，你細漢就叫囝婿。有假日就是囝婿就互我一個紅包咯。賺紅包俗你咪是所以5、6歲時6、7歲時就叫講來，樓梯尾愛叫一個零件來困了，我厝邊頭尾。打波靚嘅是我一人嘅咯，都大擺是叫除厝邊頭尾就是叫我，就是叫我了。你就是好，你名好，你成成是要做一道件一道嘅，因為一道工，因為你細漢嘅時就攤做零件啦嘛，攤人包去甲囝婿困我呢細漢嘅時是做好件，人買掉就出迄個叫咩杜頭皮嘅時，叫我去夾咧毛筆，唔是夾毛筆，夾毛去寫咧好嘅字，哎喲！了就是OK， 那麼講安全安全咧就是講囝婿嘅爸爸媽媽伊愛去幫迄個現錢了了伊嘢啲即個面床入枕頭籠被單甲了枕迄個面床籠迄 cover 面地攬嘅 cover 愛冚甲了面床布愛冚甲了你就夾一半嘅orange 了係一個紅包係紅珠係銀蓮子了就愛放啲面床頭頂銀又冇蓮子咱傳統蓮子是有功夫人，功夫人用這對會記蓮子了咱基本嘅啦，傳統基本嘅就是
一個紅包咯，了5粒還是8粒嘅orange 咯，了8粒嘅紅棗，8粒嘅銀金，了放一個紅盤，了下啲面層嘅 center， 紅色嘅盤，對，紅色嘅盤。像咧舊人店買係一種咧，嚇，伊想有伊紅咧有金金有啊，有喜嘅字，有喜嘅字唔會使，有鸳鸯唔會使，鸳鸯什麼？鸳鸯什麼 ？Mandarin duck，鴛鴦啊，哦，我冇聽過，鴛鴦是福建話叫做鸳鸯啊，鸳鸯，哦，鸳鸯，鸳鸯，哦 ，OK，我知鸳鸯 ，OK，鸳有鸳鸯，還是有靈鳳，還是有喜嘅字唔會使，有規盤放啲面層頭頂。放啲地籃頭頂，按落去了就是未使叮當咯，叫做暗層咯。伊個迄個經經是大啦，經經乾，大粒嘅經經乾，特別阿未白啦，冇可能曬下。對，了夠紅棗，紅棗 OK，紅棗嚇，伊即個嗰是有一個意思嘅啦嚇，迄個 orange 叫做大吉咯。哦嚇，嚇，咪大吉大利咯。嚇了即。紅棗就是早生貴子咯，紅棗嘛，早生貴子咯嚇。然後即個勁勁是叫做平人叫咩啊？伊人是叫龍眼，叫做冇唔是叫龍眼，伊個另外一個叫法。我當時講勁勁河頭勁。哦，鮭魚。冇伊。歸元嚇，歸元咯嚇，早生貴子本嘅意思咯嚇，所以紅棗甲銀金咪早生貴子咯，早生貴子咯，啱啱紅棗銀金咯，早生貴子咯，嚇，所以即個早生貴子，即個就按了迄面層嘛，因為面層嘛，就是愛即個嘛，แล้ว正談配迄談配叫做子孫同咯，子孫湯咯，正可以開，子孫咩來咯？按層是做還是教應是個做？教員嘅事嘅，特別伊啲暗層嘅事，即係驚順湯，已經係掉了，變了嘅。OK，然後就是即係物件，就是袂使叮當伊嘅。特別你講嘅時候，你嘅劇卡卡就是啲北方馬來西亞北方北馬，特別你講嘅話，你卡就是近日有學嘅話，講嘅是你參華語 Mandarin 嘅是白話話。有。功夫冇有，你有講華語冇有，所以你使接啦，你使參咩？哇，未解咧，伊成年咧好一個。嗱，是講假勢是福建人，我就講福建話咯。佢個查某兵是你好是潮州人，我就講潮州話咯。你講嘅話，佢那個無相話，個可能個未啱話伊嘅咧。對，個未。然後嚟講吉隆坡伊過來檳城嗬，有。啲大部分是講福建話咯，咧查某兵可能未必是功夫人，我就講功夫話咯。係你講咯，你是句，無你講嘅事啊，你對句講嘅，有你是成個功夫嘅，加福建嘅個無相嘅，無相。那我some example 話有隻想法，一個係咪是無相嘅？想 OK，想，咱講上一個意思啦。對像咱講功夫話，咱講啉茶好了啦嗬。咱啦講功夫嘅嗬，咱比如講口服飲到晒，俾你大把銀紙用唔晒，嗬。呢種阿姑啉去了，我都8萬幾可以開未了。有福建咯。哇，坎坷你怪你厲害，就是你無相嘅話，你咩曉講就係啦。舅父飲到細嚇，俾你大把銀紙用唔晒，喺度飲到細，大把銀紙用唔晒，乜是細，即係叫下顧咯。哦，念去了，我都8萬幾可以開未了。แล้ว就話嘛，阿顧念去了嚇，我都8萬幾可以開未了。乜是即係叫做下顧咯，能叫做下顧咯。你接落嚟，你乜時候講你係安尼節話啊？你又講潮州話、廣府話。你華語有華語有。有啊！華語按照講，你喝到完，你的家伙，百萬家產用不完咯。哇，你做乜咁厲害？你有教阿妹哦？阿妹，我阿妹平時係阿妹呢度，我 broken 淡薄咯。特別係西本啊。特別嚟講啦，馬來西亞阿妹淡薄嚇。but 嗱講而家。
我完全講阿嬷來用了，我計成日講，比如講成日我做一個是阿嬷美國嘅競賽，阿嬷人嘅。OK， 你看 Facebook， 我有 share， 競賽是美國人，了伊媽競賽嘅 mother 是日本人。哎呦 ，UN， 了即個新娘嘅爸是 Malaysian， 伊媽是Portuguese。哦哇，老咗。所以我甲你講，伊人是國際嘅人。你後尾話邊度做國際人？伊人就是成個挪亞。所以我競賽新娘時，我甲伊講阿木話咯。特別伊拜嘅時，我用爸爸嘅福建話嚟講。哦。因為爸爸是 Malaysian 嘛，所以拜嘅時，我拜天公嘅時，我用福建話嚟填咯。然後我甲新娘競賽時，我甲伊講阿木話咯。講落緊啦，伊人聽會明白啦。你看咯。我未รู้知道有成日講對句，你看。用阿婆話煮生客，唔係生客講有人安尼啊？真啊少，因為這個是咱對人嘅傳統嘛，對。有，所以真啊少用阿婆話嘅詞句嘅，真啊少。所以我被 start 就成你啊，我去寫阿婆嘅，做阿婆。你寫阿婆話，你講詞句，一般成個加減，伊嘅字數無安尼喎，唔係成個 rap 安尼咯，直頭成 rap 咗咯。Then OK， 來了你做了，哇！這無簡單咯，嘛講做生客，這個無歹彈咯，你都比較厲害，我感覺到，腦嗰度快。แล้ว快แล้ว我頭先我甲你講了嘛，我大聲講嘅嘛，所以我講嘅是我老祖啊嘛，我咪用麥嘅嘛，人也麥好我咪也麥，因為我 feel 到也麥。無安尼真咯，所以用家己聲我較真嘛，了所以迄個氣氛啊，迄氣氛啊，會較留住咯。所以我有當時少年煞做4-5節時候，我嘅聲會傷咯。所以有當時做甲伊無聲嘅，所以我點解愛食淡薄迄個較補腦嘅。即係咩物件補腦咯？有當時啊，講啊，即個腦痛咧，我對。去買迄個腦藥嚟食咯。煉枇杷膏嚇，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嚇，居家旅行必備，止咳化痰好，止咳化痰好。我係鄭裕玲，都係記廣告，我係鄭裕玲。所以唱歌登台，一直要吹即。一定要吹南西耳，因為你落汗過誒，即係落汗過，玻璃腦。誒，然後咱差唔多，咱點半鐘啊，咱講好嚟，你我沒有，我俾講嘅，我俾每就是講，你教英語，你講未係咗，你頭嗰每告訴講嘅當叫咩就講未係。哦，有拜天公就是流聽名咯。就是牆頭咯，即就是教因嘅政治節咯，叫做牆頭咯。牆頭咧嗬，牆頭就是講嗬，看每一個風俗無相同，功夫人伊人無擺眼光咧，伊人牆頭就是一梳梳到尾，二梳白頭齊尾，三梳兒孫滿地咯。對，了若是講福建人對潮人講話嗰啲無相咯，所以我用事故嗰啲爸爸媽媽咧，兼寫嗰啲寫，好多寫出好語言啦嗬。嚟搖頭寫甲背，好多紅波好頭搖好背，寫好，好多人啲仔搖啲波，寫正，好多善友跟住家門富貴搖好命。按佢講事故講下古了啦，所以每一個direct 啦，每一個方言啦嗬，無相，我就偏無相嘅咯，按佢咯，我當時傳統嘅。上頭有人做咩？無啊招啊！OK， 傳統嘅正傳統嘅牆頭，這啲我請白衫白褲。你又是故意講數？正傳統嘅，正傳統嘅牆頭已經用緊無人做了，因為嗬，即個牆頭啦，嗬，是愛爸母有牆頭，囝娶某教因該使牆頭。所以有一隻爸母無牆頭了誒，樣未使對，先嚟使無牆，未使牆頭。樣是未使是講，你若是特別要做正富嘅牆頭，你爸母特別有做過牆頭，你該使牆頭。哦，對，囝該使牆頭。有嘅人嗬，
驚教因吼，伊喺牆頭，變到吼爸母愛生牆頭啦，佢嚟教驚牆頭。牆白頭。但是吼，重點啦，會曉牆頭，會曉正牆頭嘅，無人，生家公、生家義吼，已經差不多無了。無人會曉。啲馬來加迄邊 maybe 個有彈出。因為馬來加是較傳統迄邊，因為馬來加較娘娘個有保留掉。娘娘無像喲，你做娘娘嘅方式。我做過即邊檳城娘娘，但係人是對條福建嘅物件做咧。然後即牆頭吼啲即馬來加迄邊嘅吼，伊人個保留着正傳統嘅牆頭。對。即係一個台嘅位嘅安尼。一個用頂做嘅台，而且人講迄個人叫食刀啊，呢款嘅物件啦。你坐網古坐啲聖德，了迄生家義吼，還是生家講伊唱歌嘅。伊唱歌連時句唱歌，點走緊寫嘅啊，了個係穿歌裝嘅。對。所以迄種啦吼，已經無人做了，阮無通看了。迄種阮已經無通看。發生，你去馬來加 museum 吼，你去馬來加 museum 吼，通看到迄個物件個。德哥你應該做起啊，德哥你成立。冇，因為我細漢時我第一有印象。德哥是多馬來加下。冇，一個檳城。我檳城。檳城啊。伊捌看過呢，伊出來嚇。我細漢時我捌看過，人教因是。你細漢你話是幾年啦？你今年18歲，你細漢時是幾年？我會記嘅。我捌看過。應該無人做了。因為好嘅，伊愛準備咗隻物件嘛？無伊出來傳統嘅事。有錢笑同事夾多無嘛吼？夾多是辟邪嘅。夾多有啊，夾多有啊。夾多時候你成件事戒。都尖山咪啊，只隻物件啦。究竟無人做咧？無啊。了我愛叫上零嘅阮。零件，你對。嗰一個就是你講教拜鐵講嘅時，你嗰條我記隻鐵乜鬼鹽啊咩吞鬼鹽，隻鹽嘅嚇，是啦爸爸切落咧，媽媽切落咧，未使加，愛用吞咧。隻吞鬼鹽未使吞，了解有一你講嘛，有一件孫。我唔是我人聽伊來吞落後，好你驚順搞咯，伊來慢慢吞咯，好你爸爸媽媽妹妹吞婆孫咯，係咁咯嚇，那個念下估啊你講即係可能會使會使唔是亂編，會使家己編咧，編了你講了有理由，講了有好聽，講意思就使。了馬仔是咧，你第一部影嘅時。是教英節是無影啊，是旁第教英節是第一部影嘅。教英節是我甲你講下，我這 start 教甲了吼，什麼人看我 one man show 呢？所以我人所以我吼連頒獎都冇時間嘅。你都請 members。我今日一個時間吼，我較尾走去頒獎，就是講吼，伊人 hit family 嘅 good photos 啊，我較尾走去頒獎啦。因為我一 start 咧吼，人十八看我咧，伊喺擺啊嘛，愛傳播愛自傳播愛接新娘是啦，出來接新娘出來是愛嚟講，伊要擺硬講嘅，就係擺出來硬講，擺得硬講了就係啉茶了吼，就愛做三節咯。啲查某並愛做三節咯。三節就是講OK，人講新娘出嫁啦吼，伊啲第三節還是第12節愛對娘家。自己厝嘅咯。對娘家，就是對媽媽嘅厝。叫做回娘家啦嚇。有三朝回門啊。三朝回門三朝三節對厝咯，意思講第三節嘅時，即係新娘愛對去娘家，了伊對娘家時吼，伊是愛即時對嘅，袂使天還未落，日頭還未落山，伊就愛倒對去查甫朋嘅。意思講日頭未落山，伊就愛倒對查甫。對你嫁入去厝嘅啦。對，你回夫家了。你早起對娘家，日頭
啊未落山你對多對副駕啦，啊多對大部分嘅位冇人講你做假。你話講是古早人咧吼，成日講，若是講吼，你對鳥家了，日頭落山你個袂對去吼，因為古早新婦愛對去煮食嘅嘛，愛煮好然後日頭落山了，你個無愛對嚟煮，你叫做即個新婦叫做無家事，叫做講吼無家事。佢哋船友出事，做咩說佢哋唔是講對國嘅 postpone 別要緊嘅咩？佢哋一出門時嗬，一這個佢哋車啊，係咪意思咧？唔是講係車咯，或者係咪車？三洲回門咯，對，呢度是三洲回門。一出門是多車會加沙，我係一靠，係講一車。這都是三洲回門，都是做三日對厝咯。Because 古早嘅人真是愛等三日嘅當今是面。一頭出我特乜就寫做緊了，一做好一了就會啊咯。用生啦，生更面等嘅第三日。古早嘅驚曬個愛上小都嘅，是唔是？冇。冇個即係江湖人嘅，江湖人啊，嗱是講江湖人客人，福建人是江湖人客人，係人，都係調人歸先，個愛上小都嘅。我大家嚟對，哦，แล้ว特乜人講嚇做啦，講三節性啊 ，OK， 新娘咧嗬，伊出嫁嗬，古早新娘出嫁，伊嫁出去，比如講一號嫁啦，伊3號第三日伊對娘嫁。嗱，講伊第三日無對，伊就要等第12日個限對。即叫做3週回門，還是12週回門咯。แล้ว中金嗬，人搞認真嗬，人一頭做啦，因為中金嘅人，甲老少年家愛做工嘛，伊可能伊 on leave 無通安尼坐日嘛，所以伊啲搞認迄日伊會出嫁迄日伊一頭做3週回門了，一頭做3日了。你有得做咧，意思講伊啲查某兵愛去大埔兵之前，伊去車位說。古早食沙撈咯，當然食沙撈生油，了多轉去，白食一個飯，圍度食一個飯啊，都去大埔病了。意思講伊 anytime 會使對鳥家好，明白啊？係叫做三週回門。你講，我講係技能成個，伊度出嘅時候，你查埔病，伊個係煮飯，我夾可以大埔病會係古早對古早人啊，古早人伊會夾隻碗盞，新娘出嘅時愛夾迄碗盞，互新娘炸去迄邊。因為伊驚講新娘嫁去無通食，意思講即個碗盞炸過去吼，新娘有通食。中間吼新娘嫁去啊，羅莊啊，頭毛白白嘅羅莊出來外口通食了咯，所以真濟吼掛去嘅碗盞吼是肥棒甲臭酸嘅，所以吼中間無人掛了誒，即個門無人掛。一直到卡夫班打過去，係個 grab 翻過去，伊人搞嘅 grab 翻打本搞啦，對。所以古早就是驚講，即查某囝吼出嫁了吼，驚講伊嫁嘅迄邊是吼無物件通食，所以伊會換隻碗盞，互伊對去房間嘅位啲房間食，安尼款。了意思講伊嫁過去有通食，安尼款嘅意思講通，伊種查某囝嫁出大埔邊有通食，袂去夭掉，安尼款嘅意思咯。因為頭人辦單講頭一日嫁去無物件食，夭掉就是講白日夜查某囝嫁去邊歹命咯。你早起嘅時，你什麼講佢哋牆頭嗬是阿妹時做嘅，特別11點，特別11點，冇是會人主時呢？主時是11點到1點。特別你唔是，譬如我看過人教應是早起去，你是去大埔餅嘅時，你去新娘餅。OK，來OK，通常啦，若是講啲北馬餅近邊嘅啦，吼，啲附近嘅啦嚇，我人較濟是啲查某餅，有咩事咯？查某餅真濟物件做，愛準備。大埔餅吼，just 爸爸媽媽看，甲囝仔穿一個大衫去了吼，若是講有擺翁公甲翁公插三支香，就出門啊，看出去坐車了，所以無物件做嘅。所以我人啲餅無物件做嘅，無啥物件通做。你升級是升級查某餅啊？早起是？對，早起我去查某餅吼，我人愛準備迄個啉茶啊，迄富貴茶啊。意思講等下人愛啉茶用嘅茶吼，我人愛吸便便，了伊物件愛擺物件，什麼愛吸便便。
OK， 富貴茶咧，就是用紅棗硬硬嘅去煮嘅。哦，OK OK，紅棗硬硬去煮嘅。紅棗茶。紅棗茶啊，只伊叫做富貴茶。富貴茶。富貴茶嚇，對，伊是用紅棗甲硬硬嘅去煮了後了。滾雞甜甜，滾雞出味，有個人佫放冰糖，古早人suka放啊糖姐姐甜甲半死掉嚇，中間嘅人為咗愛健康，所以人無愛煮甲甜甜。But 你若是講紅棗甲硬硬，你按暝煮甲 keep warm 到馬仔早起，已經真甜啊！一味一味啊！伊出味啊，出味唔是一味，出味對。所以嚇別使講你妹妹。我妹講。你在有誒伊袂嘅日期是伊大不到了啊，安尼樣也是毋是叫一個雨傘炸誒 ？OK， 用雨傘，即個吼其實吼，即個用雨傘即個物件，本是功夫人誒。哦。福建人就是人食大不到了，爸母愛用雨傘，了個愛殺下嚟米誒啊，是哦，米還是加地米加血。這冇是真啊少做咧，這是意思講也錢乜都冇有嘅是點樣錢？OK，大不多吼，通常我做法啦，就是講買正淡配，買叫囡仔跳冰繩。因為跳冰繩就是愛練會較咩有心嘛，正淡配冇寫叫正會子孫。較咩出來嘛？係較咩有一門語嘛？你驚早產佢哋整嘅。對，你已經變咗已經有大不多了嗬。即個物件嗬，通常我叫人佢哋買做。因為你已經有了，你嚟講整，講去整咯，去動咗太氣。人講動咗太氣，所以即個物件買做咯。了古早成日講古早人講也現錢，人驚講新娘嫁去迄個大埔餅無緣啊。唔是，無緣啊，無人燒啊，無人飼養伊啦，無人飼養伊啊，所以吼，有當時伊人嚟講查某朋友準備好啊，我就有做即個物件，就是講伊個迄現錢好啊吼，然後新娘即個落車了，伊人還未到呢，我人就點現錢了咯，點幾個卡了咯，伊種新娘加入家門吼，人未到，現錢到，嚇，或者你唔是真少做了。唔是 NG， 到對看到到對佢聽，但係咧頭前嘅想講你錢嘅類啊，錢嘅類嚇，N 嘅錢嚇，咁個點咯，喺點嘅 N 錢，意思講人未夠 N 成夠咯，有個夾村嘅嗬，愛幫啲嘢即水池咯，可能嚟講大部分要水池啊，即 N 愛點啲嘢水池咯，意思講意思講，即係新娘嫁入去有人緣咯。這隻風俗啦，這隻，有嘅人過來分米啊，這隻物件。你有嘅人 skip 掉啦。你講早起時，你去做新娘時，樣你講到做樣唔是叫稱嘅咩？一洗頭毛是洗起一陣咩？然後你到啲早起時，人家咧稱嘅咧面，嗰啲土衫、咩婚嗰啲古早生嘅衣啦，嗬，伊包嘅甲新娘化妝穿衫褲嘅，中間已經無了，中間甲เรา請 professional 嘅，make artist 啦 ，make artist แล้ว make artist 包嘅穿衫，人直接問我講，你做生嘅工啊，你肯做甲新娘穿衫，OK，然後我講，當然無啦，已經甲เรา是 make artist。計程啊，嗱講新娘我計程衫，我咪是上愛計程，冇喺馬路冇需要了，冇需要了，所以我做嘅時已經嗬，只久已經無人嗰個即個生劇人嚟計程衫啦，程冇了，我唔รู้啦，重點嚟講，你講咩？大波餅，冇大波餅，好似爸爸媽媽請嘅，你舊都請多衫咧，爸爸媽媽請嘅，有爸爸。你要做青衫時，樣無講無咩紅色啦，即是講樣家己去穿咯呢，穿嗰啲，唔是假絲啊，啥物咧下頭啲嘢咧，冇咧是開咧，頭肩，係是幾時開嚇？頭肩，迄個是新娘白頸執新娘嘅事啦。哦，冚頭肩，依個咧，冚頭肩是爸爸媽媽冚。
爸爸媽媽冚，了家細愛去佢帶出來去哦，愛佢開頭筋，不是用線嘅有用線本嚟使，用手本嚟使。OK，有嘅人嗬，有嘅人吹較傳統嘅嗬，唔是用線本，唔是用手嘅，用一個切延腿啊。呢種古早人你就係講人親物件啊，你親物件講延腿啊，係咁咧啊，有人用呢種嚟點，嗰是真係傳統，真傳統嘅。有人準備，我咪叫用迄個咯，冇準備用線啊，用手門咯，即係較摩登淡薄嘅啦。你用迄個親腿，迄個是較古早嘅，即係有人 still 都有做啦。所以真係少啦，因為即個物件你用手都冇用嘅嘛。特別係教應點咩？對，你有鐳呢？你杜巴打，佢咩杜巴打咩？呢個係你有睇嘅啫。哎呦仔點做？有睇咩？你做了時，有人講差唔多60鐘啊。你做好事，你查某病嘅。成按照一撮新娘嘅時過係咪物件要做啊？成驚曬來啊！無你是好兄弟，唔是好兄弟 ，sorry， 兄弟兄弟，人可能愛佚佗者咯。特別你無參名，你無參名嘅啦，就還是你參名留作。我有參名人留咪佚佗。因為有當時一成那物件來時，我拜去嘛，愛拜嘛，愛準備嘛。嗱是講，伊無即個，我會面，我應啊，唔是會禮。了嗱是講我應嗬，我就尋日人加西判人白白佚佗咯。嗱是講無應嗬，我就去準備物件先咯，準備啦好了，我夠有時間我就出來佚佗咯。因為咱工課會先做啦，你咪過嚟佚佗啦，等你時到㗎。迄邊嘅事，你甲來安排迄個物件事哦，變咗什麼人愛擔當咯。所以你再講，你應該特別做你 duty 上面，你特別先做你 duty 先。然後你 duty 你成個未曉嘅人，你就一頭先 take over，然後咧，還是你特別想改，你要改你厝人講，我要做咩，我要做咩，安尼是你一頭十度個你一頭帶頭，你去搞事。我一頭家己做啦，我講即物件你放掉，等我家己來做啦。你放掉下，你伊人安怎夾入去，大部分嘅安怎夾入去，我 before 時我甲人講啦，你夾入去，即係哪夾入去安怎做，我已經交代便便嘅。你做，即係是你到底擺書是個只學對難嘅，可能物件是唔是？是。你擺書是你家最擺，你擺書是即係老雜寶加上面你擺書嘅人。中間插幾回啊，個 still 做過嘅。喂，伊做30幾十年啊，30年啊。OK。你有燒土地哦？北海人誒，目前呢是阿伯個。德哥。有人愛叫我燒，有人叫我燒土地，我啲 branding 掉。開 cost，啲 brand 掉，開 cost 啦。我想即係冇開 cost 嘅。別使啊，別趁累啊。即是one to one 嘅，你別使開隻 cost，你開一個，有人講開一個 class 啊，轉 training 之類嘅未，因為咩事？啲 KL 人是開 class。做隻價可能5厘4厘價，你看呢？了我呢嗬 feel 到嗬，安尼款都學無物件，所以我若是講愛價，我一個價，一對一嘅嚇。叫拍價錢拍慣有冇？一對一。別，因為有行情嘅。行情。你別講有行情，你別講一對一嘅收價慣別。你收慣人會買多謝嚇。你是講請，你是講要請係你嗬？請人還是會燒土地？燒土地啊，OK， 市場有人燒價5,000、6,000，滿有咯，4,000滿有咯。意思講你袂使燒價10,000、8,000安款係無人啊。所以你會使你燒啊，你嚟講有影你錢啊，一個食人食愛學你嘅物件，你可能燒過6,000人愛甲你學啦。你講燒啊10,000人，你舊呢啲做上鏡還是係咪價錢？會請我做。請我嗬 ，OK， 我看所在門咧，甲看伊係咩 service 咯 ，OK， 咱 normal range，啲range 啊嚇，啲8碼餅啦嗬，
minimum 每是啲1000那邊啦，maximum 每是啲1000呀，我那實上冇咩得，冇咩教。本地落歌呢，落歌。哦，落歌，咱講落歌，嚇，變靚啊！你講起甲，你嚟講成日講我即係起甲就好，就無上了咯，就字嘅頭咯。哦，對啦，你唔愛，無派杯本就真㗎，啦對啦，嚇 travel， 咱喺起甲遠，所以價錢無上咯。我是講落歌，因為你請我對成妹講 ，OK， 你蝦米日子？我就係講你蝦米日子先，我會接未接，即係頭一個咯。第二個就是講，你蝦米所在，大埔餅多咯，雜埔餅多咯，我冇你知。我梗係學你隻機子嘛，因為你嚟講，即係頭一杯。變領讀變領，你變領讀變領，我就一個機子咯。你變領讀阿羅沙，我覺得另外一個機子啊嘛，冇想咯。所以我對制。我梗係箍到一個機子咯，我梗係播到一個機子。派杯本就最講，我成個我心入面想啦，我是垃圾掉。少加3-5千啊！我是怎麼3冇你滾3,800，冇啊！我想講，未必白刀誒，未必拿來拿滾嘅價錢可能，because拿來拿少人會曉，可能唔曉喎。冇啊 ，OK。我都知下，啲北馬區啦，嗬，查某嘅地少炒緊200嚟，哇，做一道嘅，地少少炒緊200嚟，少年嘅較少啦，較這是40歲大起嘅啦，你嚟講大部分嘅咧，嗬，一邊手酸嘅了，明白啊？一邊手酸嘅了，一種大部正少咯，你應該睇下關嘛嘅字。那是少，所以我人嘅價錢會比查某懸淡薄。哦，特別你未使，啷有嘅咧商家 association 嘅哦，有成日講啷，成日貴，有啊，嚇，有，我人是有一個成日講一個工會啊，你講唔是算工會啦，就係一個有 something 嚟工會啊，你講啊，我人是有做咗嘅事，就係講 gathering 啊款。แล้ว到下超一下的呢 support 一下的呢啦介紹一下的嚇แล้ว介紹嚟介紹去咯喺嗰度即係比如講 example 啦10月10號人我已經手頂有工了人過嚟請我10月10號是我未做了嘛我未攞到日子嘅嘛攞到證件嘛我就介紹人咯俾我介紹時我就去經人介紹經你有人是 trust 人對，我 trust 人咯。有嘅是講為咗介紹，蝦米人唔要緊，但我較小心淡薄咯。我愛介紹，我較 trust 人咯，因為來講，伊袂做我介紹佢，我較早時就是捌着，安尼款嘅情形，所以假設我家己，我買落人介紹，如果介紹了吼，人講，你打你名到底下邊嘅位嚇？傑森啊，你介紹是感謝你啦，特別吼，即叫白字你問介紹了袂用，人都歹勢啊嘛，朋友有當時人嘅 friend 啊，人介紹，變咗人嘅即個無好嘅，所以我當今我介紹人吼，我找人，我無啲 group 嘅會講，我 privately 嘅數錢嘅介紹，你看之前，人嘅歌星Hello， 這叫歌星，我 friend you， 這叫交我背去，就是伊咪是聽邊咧學人家古嘅老鳥來，是講伊咪是做這道，伊咪是驚這道是近來7月甲有攤來邊咧學人嘅嘛。我甲你講下，嗱是講人愛找 live band 啦嗬，我定就是頭一個就是介紹伊啊，係。我頭一個就介紹伊啊，因為我 feel 到伊出名，伊唔是出名，伊個會曉搞氣氛啊，迄氣氛啊會做起來，所以嚇我人變咗我人一下咁起咯，一下物件嚇咁起咯嚇。做物件，你有人時是啉茶是阿妹食請是個啉嘅嗬，有咧。有門嚇，平常時我嚟講。早期嚟講，伊早期搞因結婚啦，嗬，伊阿妹個愛啉茶，我另外 charge 伊咯。哦，但我人 charge 伊嚟講，伊早期是我做嘅，阿妹我 charge 伊冇淡薄薄呢，藝術呢，就藝術。包車油咧，可能嗰度加一轉啊，
有的人是感觉开价，我人是补车油咁款呢。未使收管咧，因為除了你是干那請我暗暝呢，早起你無叫我，你干那請我暗暝呢，我人就會較關淡薄咯。有一個 price 嘅啦，未使亂開價啦。然後你請你買啦，唔拿紙個嚟。然後你請你成日講你請你說你啉茶啦，嗬？你碰茶時，我未記哦，碰茶時你是加大波餅為碰還是？攞餅。你雜波餅了就去大波餅啊嘛。特別你錯是了咯，成啉茶，你啉茶加去大波餅，個再啉茶。是。佢大波餅啉茶啉了，佢嚟做煎餅咯。煎餅是煎餅我冇想啊。是。你煎餅是蒸淡配嘅事啊？對啊，蒸淡配事嚇。對，就是煎餅嘅事咯。我把蒸淡配一道。細下就是。我同你講，我做生雞講不蒸一道。喂，嚇，有冇見啊？是叫你蒸？伊無見啊了。你講係邪靈嘅，我講我老靈都愛我。結果嗬，我講這個時候，你聽下真俗嘅。伊講，哎呀，無少年齡老靈唔要緊啦。我講我係蒸淡配啦，嗬。伊三個月時，伊甲我報喜講，誒，老靈有效嘅咯。咪少少老靈有效嘅咯。因為我整咗我同你講下，伊7年嗬，伊變7年啦，未掉驚咯。你舊年迄時我計正談背啦，嗬，伊3個月嗬，伊拍電話伊掉驚。哇，攞住做咩成驚？做咩隨隻身？你前幾日嗬，我個去拄這個新娘呢，伊講嚟講，嗱你看，一回甲假了，伊抱你手講啊，講這個就是你練成你正談背出來嘅，伊嗰時嗬，嗰時舊年了誒，伊過聲了，伊聲無錯是有事嘅頭了誒，所以真歡喜咯，伊真感謝我咯，人聽了冇歡喜啦，因為我唔知嘅意思，我去甲伊位置甲講嗬，伊練7年啊，伊甲伊妹friend迄陣拍拖練7年啊，未掉，伊想講掉了，甲來搞因嘛，特別7年未掉，一特別伊搞因迄日一個3個月伊甲我報喜講老齡有效嘅講，你有包就係個嘅隻紅包啊，買老齡嘅嗰啲嘅紅包，誒特別有啊嘛，我係結正氹配攤紅包嘅喎。是，伊內面有一個紅包咧嘛，我嚟簽嗰一個紅包嘛，伊我互我夾咯，你講咯，誒，咱感謝咱嘅講白了嗬，好，咱感謝咱特別嘅邊咱那是question 問個來問來，佢考開，你會使 explain 者，佢哋講伊個每個伊個項目，安尼紙會使哦，其實個紙個大小紙未使，紙無。係咩事？你講啊，你 explain 下係咩事？做係咩事 ？OK，嚟講新娘嘅啦，新娘嘅 brother 啦，嘅哥哥啦嚇，唔是小弟啊，嘅哥啦，做大大波，嘅哥哥啊，做大大波，愛未娶某啦嗬。古早嘅人嗬，即個囝婿愛買一條褲給伊嘅，和即個新娘嘅哥嘅 brother 嘅，了迄個褲嗬。愛吊啲大門嘅位嘅，伊種新娘家實愛這位是愛兩顆卡，愛啲大門。我唔識下，安尼愛下跪，愛兩跪下，人叫做下跪咯。但中間本冇人做啦，因為冇，你前跪是地殼啊？冇，先你啦，未使前跪嘅。我講我係舊年嘅時度做我哋看，我係大個背。做咩前跪啊？話你講一樣講。免前跪啦，前招跪，伊講是啥 belongs to 伊。Maybe 你這冇想。冇，伊愛這條褲是愛送新娘嘅歌嘅。然後這條褲就送伊了嘅，然後迄一陣嗬，也掉啲人愛接時也掉啲梅回來去。可以人下跪，但係呢個是真老路咧，無人愛做啦，蝦米數咯，無人愛對蝦米數，因為你這條褲掉啲大門真歹看，歹看嚇。有當時有人用隻紅包代替，紅包意思係講代替是褲咯，然後意思這紅包就是學家婿學新娘嘅 brother 買褲嘅咯，
哦，了即个紅包吼，搭你頭頂，伊人可以行過呢。哦 ，OK OK，我知舊年是有做呢款 ，simplify，正靠紅包，正靠，了我舊年講啊，伊妹啊，伊攞冰妹啊，不係係你一張一堆甘蔗都就係我大馬嚟啦，一傳統福建人嚟，我大馬。當今無，即個擺甘蔗是真大嘅。特別跟他教無教英嘅歌，個條呢有教英就免嘅啦。對，免大歌教英嘅。係伊我 sister in law because 我二哥未教英個嘛。then 伊小妹是第三嘛。所以呢，伊特別唔是係大房間嘅，伊唔是係大妹嘅，伊是係伊嘅新娘嘅出來嘅房間喺邊。哦。人是係人即古早是係啲大妹。伊即個是我感覺到唔知是唔是，你在頂到人看到有喜事到底出來，人就是想講是大後生娶某啊什麼啊 ，maybe 特別唔知 respect 啊什麼交代是不可能知，所以看掉就是成，我們是一個 symbol 你不可能看講，誒，即個個嚟看就是講伊個查娃唔是伊個高教型嘅，可能就看掉，就知啊。有一個，特晚每條講即個無娶某嘅吼，會知啊，特晚講知嘅嘛。OK， 知嘅吼，有嘅吼是講。假使愛入門了吼，知個袂驚吼，伊人愛徛關，伊最徛關，伊個假使甲知袂徛關，知，嚇伊徛關，意思講吼 ，maybe 徛啲舊衣頭頂咯。哦 ，OK， 夜晚佢徛關起來咯，意思講，伊較大咯，冇徛伊接來就使啊，接來先嘅，假使接來就伊就使落嚟啊，意思伊接來是伊徛關咯，咁咯。哦，或者呢本是只古早。係咪下過知？啊，冇下過，冇，伊只是徛關嘅。用根本已經下過官嘛。用根本冇人做了，用根本冇人徛關嘅。花龜我摸。因為有嘅傳統嘅物件嗬，傳統嘅物件啦嗬，skip 嘅我有只節目 skip 掉嘅。啊，古早有徛關，意思講伊較做知。伊阿姊嘛，大姊嘛，但伊個袂夠因嘛，了伊小妹性格嘛，了伊愛徛關起來咯，你看咯，了接來就無事啊，就成日講吼，搶嘅生相吼，伊啲假使也是新娘愛入門嘅時候，伊會走去避嘅，啊，伊走去避，一接來就 OK 了，入門了吼，伊就使出來了，OK，啊，其實講咪講生相搶嘅吼。接來是對象，會對槍咯。哦，啊，對槍會無好咯。啊，有即無好嘅物件，人講袂出到底是蝦米無好，因為無發生，人唔知咯。發生就是你落來落去咯。所以有一較好忙做咧，避免啦，吼，就是講你去避咯。啊，伊接來咧就無事啦，你就使出來啊。OK， 等陣我會嗰個要緊嘅物件就是，但是人買車路安怎退路？OK，Facebook、Instagram，安怎找我 Facebook 阮會使，假如有個人請我，有人放去小紅書，我家己無 share 啲小紅書，但有人放啲小紅書。哦，就是講人翕路，你做條工是人翕條路啊。是嚇。若是講愛找我嚟講，愛 direct 聯絡我會使。嚇，安怎聯絡？你講我電話嚇，電話 WhatsApp 嘅。017嚇，哎呀，等我寫嘅。017。而且我咪出一個，誒，你知唔是廣告咧嚇？就是人安尼好嚟，變嚟好見個人學啊，人學伊一個我。誒，真是一個廣告本啊！就是講人有影愛找嘅話咧，我通過人找咯，係啦，人收一個紅包本咯，收一個 commission 啦，人收 commission。你講017啊，5151，687。687，至少係電話咯，使 direct，等陣我咪使啊，即係啊 ，OK，即係嗬，你看下5161 687嗬，你聽乜念啊？5151雷巴扎，哦，好哋啊，好了，5151嘛，好，5151咪是5151哦，687哦，5151雷巴扎咯。
有意累到8節啦，有意累8節咯，687咯嚇，真係真係記啊！好你個嗰咧，好你紅嘅字，你諗咩做？紅無係人，非常好見你食。Jason 攞實拍到誒。大，但是拍到後咧，這個是唔是大聲講嚇？都真是變得好驚人聽到咧。我出名聲大聲誒，夠戇嘅。大聲講你名做 Jason 啊 ，Jason 咯 ，Jason 咯，你個鄧人名個我真特別，我比較少鄧字。我鄧人名羅明龍。哦，明龍。明龍嚇對 ，Jason 咯，龍袍啊，係咪？我係到啲你講過嘅，而且你有拍鄧蘭字，我有拍咩跑啊？到啲你講嘅嚇，一鄧蘭名啊 ，OK，我唔有拍 ，Jason 唔會使啦，我拍係到啲一人嘅即係講過，等陣一背數啊，咧我去copy出來 ，Jason， 你背數到啊？你拍到？我啲即係係咪叫？嚇。你叫咩啊？Zoom 啫啦 ，Zoom 啫嚇。啊 ，Zoom 啫我冇看到嘅。我看到，當面看到。OK。有啊看。羅明龍嚇。對了。老花啊，羅明龍。老花了。嗰隻話講咩老花啊？50歲有咗。是我個未 pace，對。哎呦，我未配 CCG， 哎呦，世界4字，跟住羅明龍，羅明龍我食就我食，我做即會食我唔呀？對啊！即神咯，等陣無感謝你起來，那後面後人，起來教我人嗰啲字。我人未曉物件，我啲時候講，其實人會問，物件講未了嘅，即人會問我人安怎個會講到即個會問，即人問你啊，紅燒啊，要做咩？然後尤其是大波嘅商家，商家人較歹找到，我拄好聽朝我就看到，我哋係平常時我是幫學阿龍是教我去找我嘅特別嘉賓嘅，我看到嘅時候我未得閒，我就頭度 reach out to 你去找一個電話喎。其實真濟人有淡薄懷疑啦，到底咱商家講甲商家醫吼有蝦米分別？咱做嘅工有蝦米無相？其實吼，我甲你講，我人嚟工課是做相像嘅。哦，工做嘅工課是相像嘅。商家醫做嘅物件，甲我人商家講做嘅物件，其實是像嘅。哦，了，嗰一點就是講吼，我家己花車嘅，我去甲大埔邊也好，查埔邊家己也好。家己花車誒，然後因為你就講有嘅商家伊較有歲數了誒，伊需要人才咯，所以變咗吼啲重點啦吼，我人即係商家講誒，較食芳就是講吼，人感覺講請我人免再來再去麻煩咯，較方便啦，一個方便門啦嚇，然後嗰一點就是講吼，人會請我人大埔是因為我人會佚佗咯，我人會介紹嘅趣味。處理咯，大部分講就我冇講嘅呢嚇，是嚇，了有嘅人是感覺講因為我人是保留掉傳統嘅物件，特別我人講會modern嘅物件，你講個字較特別啦。是，了有嘅商家伊咧吼，伊人做久了，伊人會較傳統，所以少年人嘅無呢，當今嘅少年人伊人會感覺講較 boring 哦，伊講，哎喲，念詩句乜安款啲，安款較 boring 啊，特別老輩嘅啦，是講夜晚有可能暑假咯。特別你嗰個參往時，你使講參就無傳統，就無現款啫咧。是。所以吼，我是出名師奶殺手咯，捌聽過。所以變咗吼，少年嘅伊人暑假我會作風咯，了老嘅們甲我講會來咯，我講。個引導啫，係啊。哦，感謝。
所以咱们唔敢講家己緣投啦，想叫做講袂歹看啦。嗱，這邊嘅看不要緊，緣投會使請人紅包包較大無？哦，感謝感謝。嗰一點，嗬，我做工嗬，我無開喙甲人討紅包嘅。哦，這一點真重要，因為有的人暑假討紅包，阮爸過人啦，因為古早嘅送給伊人工資真少呢，了較濟是用紅包來代替人嘅入息啦，所以變咗送給伊會講變愛討紅包幾個咯，包括我講我接幾年前我娶某時啦，我請係送給伊甲我討7個啊8個紅包，討到我面烏所以有影誒，討到我嘅送給伊上面，有影老師講伊還沒做。因為因為我嘛，迄陣我嘛，阮做送給伊嘅嘛，我甲你講了嘛，我嘛叫伊朋友嘛，所以伊事故啦，是兩句變來甲變去，變來甲變去咁樣咯。伊講點講有個無笑面，個無笑面，變咗事故愛我嘛家己念，愛人講啊，迄事故我嘛家己念。家己念事故，人請你就是愛你做咧，結果伊直直講來兩句，直直變來甲變去，咁我嘛家己念咯，了個無笑面，個討紅包討安呢隻，變咗我家己就係講，你變我無輸價，你討紅包無輸價，變咗這兩項我無做嘅物件咯。OK， 所以你學人家己包，你咪去教人講我袂幾包啊？你講袂幾包是做下面，按照咪講，伊無講幾大包是細包，講袂幾包是按怎麼數嘅？伊是啊拖，唔是啊拖。你總之你叫伊做長物件吼，伊就甲你講等下你即個愛互我隻紅包。意思講吼，你甲講即等下甲我做啫，你甲我數錢我甲你數錢，等你就互我一個紅包嚇。總之有談拖就拖就對啦。總之總講一句就是講吼，你叫伊做物件，伊就會拖紅包。即係定到係 fee 嘅啦，成日我電話講 fee 嘅嚇，正借 fee 係邊個 fee？了我感覺講吼，時我本身我感覺講我。甲你講好勢價錢，這就是我工錢啊嘛。所以你有紅包就是我好本唔要緊嘅。是你有好紅包，歡喜你就包佢伊較大。了老實講，有當時人免拖人甲唔允好了，人較歡喜較無相，伊歡喜人免歡喜。人個愛介紹，嗱，這是而家真 appreciate，唔是講你拖人個好嘅對。你用拖嘅有當時你做得無好你講討紅包你講你會歡喜你甚至乎了食無爽，心無安，好嘅人本無爽，對啊，笑人本無安，你做都無做好，話你直直甲討紅包，對啊，然後人來是甲人做好，人買甲人討，人甘願互人，佢個夠有意思，個夠有意思咯，特別伊無互我們是感覺講我 OK。因為咱個有工錢嘅啦嘛，對啊，這就是我嘅特別咯。應該市場無討紅包嘅，應該無。食少啦，食少啦。你討，我唔敢講我一人啦，食少啦。你誒，你樣討紅包，無有討紅包嘅人，伊會收嘅價本是上嘅啊。是，有當時伊個講你講伊紅包嘅價貴。伊甲你講等下拜天公我甲你念事故念好好，你會包168塊互我所以伊講好價錢嘅有誒，了有誒是無講好價錢，你主人家自家包咯，你看咯，這係別等嘅啦，所以這個物件人會就係講主人家無歡喜嘅物件咧。盡量買做咯，你家己經驗過迄個，所以你講你無時間，就是你買個人討紅包，所以你家己經驗過數，你咁話買互人咧，咪你無好誒，所以印象，印象，好啦，對，人我教因誒時都無輸過送給伊甲我討紅包了，我做這道我都未去甲人開嘴去討你看到，了迄個送給伊邊。
無笑面，所以我去甲人做工時，我直直保持我笑面。因為咱就講主人家無事甲看你面烏烏嘛，你請一個人來面烏烏來甲你做工，你歡喜哦，無歡喜嘅嘛對。所以我去甲人做工時，咱就笑面咯，安尼個咯。對，你成個你家己經驗對無爽嘅物件，你就買去甲人做。有人點笑吼，人嘅面吼，等直直笑吼，人嘅面會愈來愈好看嘅。對啊，我明白。你一個人啦，直直開心啦吼，伊會滿較慢流嘅咯，較少年、較慢流嘅。你若講規日啊面烏烏款啊，你面啊油油款捽捽啊，你面就流啦個咩？所以本來學見嘅聽眾咧，應該是較少年嘅咯，連聽咱就講就你有幫助嘛。是，對。感謝咱嘅大聲講。生客講 Jason 羅明龍抗一切我一個一立別切我咁樣你講咩啊？立別切有意雷巴扎，有意，你拍電話號我有意雷巴扎，你就請到我吼，你就雷巴扎了。感謝啊！感謝，咱也是最尾教影時，會記去請一個 Jason 羅明龍，你個巴扎。感謝大家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這邊邊呢，這邊依靠聽，第一時第一粒集正現掉錄音時佢同調，都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你記唔記得啊？邊個學見.com/2集